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在边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脾之全比之情较淡的，看你分辨是我的嘴眼。叫我的半生半世，都找无人陪。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两人袂搁再斗阵，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穿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做味拖算好。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你的女人。咱的感情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路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猪脚囤足鸡调味。面线兄弟召唤众生，这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头口上适拍的台魂。夜头看起这世间的春风，甲精神的是世间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有相似在我心门心。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专心了路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专心坚强免搁想伤济。袂停，感觉世态，伊在边唱看台，刀光剑来要三通叫我苦爱，千百里甲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我就是你爱的阿芙洛戴蒂。天空降水，波高风飞，心脾之全比之情较淡的，看。
已经过千万年，夜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满的歌声，祈求一个有希望月老守护。咱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是的轨道，脚脚乌啊，惦记咱的梦想。是我唯一的归宿。猪脚囤足鸡调味。你们说的是这个呼吸声吗？应该讲的是嘎叽，对不对 ？Hello， 大家午安，没有错，我很开心。我在2025年的12月31号，可以在这边呼吸，救命啊！我还有呼吸耶！天哪，我们的团队的大家居然都还有呼吸。我们还呼吸着，各位团队的老师们啊！来，你们帮我听一下我的声音，还有我们卡甲的钢琴版本 BGM 的 balance 还可以吧？我们草草前2天又再度帮猪猪调音了，相信现在的音质应该稍微会比较，其实我不知道好或不好啦，因为很像音质，基本上我也听不太出来。但是呢，我有 echo 了。草草千叮咛万交代说：“猪猪，我的 echo 放在这边，你不要再忘记了，你不要再把它自己 mute 掉，然后又忘记了。”我说：“好，我现在记得，但是可能明天就会忘记。”然后他就，对，他就只能笑而不答，就只能好哦。可是我至少现在没有忘记。大家午安，声音好像有点偏小吗？哦，真的，我声音偏小是不是？等我一下。哇，我如果声音偏小的话，我是想说可以的话，尽量不要动到草草的数值。但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稍微麦克风的，往前调一点，应该是没关系吧？应该啦。设备小精灵草草没有错，也是我们的混音配唱以及很多部分的小精灵吗？这是福利当涂 ASMR， 我还真的不太熟 ASMR 哎。午安，大家午安哦，听，不是他不会这样跟我讲话，只是就是他就只会露出无奈的表情跟笑声，好吧，就这样子。没有，我今天下午陪伴大家，我们这个午后跨年专辑现场唱，我们就幻想自己在演唱会上面一圆我想要冲台东阿妹跨年场冲不到的朱迪卡的这个寂寞的心情，不如我自己在家唱，我自己幻想我在开跨年演唱会唱给你们听啊！你讲好不好啊？会发生最帅的暴打猪猪，不会的，我这么人畜无害，怎么可以暴打我呢？对不对？我们的幻月小姐，好了，平衡是对的，是不是？好，我的声音如果真的又太小的话，我可能再求助一下草草吧，因为我现在设备的东西我根本连碰都不敢碰啊。我不担心碰的又炸掉。好，我们这个虽说是跨年演唱会，不过那个午后版本的午后场好不好？哦，大家午安啊，好开心我可以在这边呼吸。然后今天真的是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的配信，然后我原本今天想要开沃克台，因为我其实有一些
文件的东西又非得要这2天整理了。但是好消息是，我们要给伊藤先生的那些名单，我们由乌星老师团队替我做整合了，我很爬下催泪。我真的超级感谢身边的伙伴，然后真的忙不过来了，然后为了不让伊藤先生等到吐血，我们只好出动我们专业的乌星老师以及我们的兔老师替猪猪做一个我们这个出货的整合。好，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出货的过程会由我们乌星老师经手名单统整之后，再交由我们的伊藤先生为各位做个出货。先问草草整个很小声，哈，好吧，等一下哦，这么小声哦，天哪！我记得我没有调错啊，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这样有比较好吗？这样如果还是没有比较好的话，那我就只好求助草草了，因为草草他帮我调了超多版本的，救命！好，还是很小声是不是？好，那我可能等一下哦，等一下哦，还是很小声。好，我再跟草草讲一下，我看一下他有没有空哦。草草今天有空吗 ？Double 老师，看一下哦，看一下我们小精灵在不在？等一下哈、哦。我等一下，我想 take 他，但是没有 take 成功。等一下，我再 take 一次。等一下。好，我们现在就看草草有没有办法看到，然后来救一下猪猪，来救一下我们今年度的最后一次的配信，可以不用再跟伊藤先生狗妹拉赛了。好，我们现在就等草草的回应。7点去查，好哦。那会不会搞不好人家晚上有饭局，然后可能现在在睡觉也说不定哦。当主播很小声，把自己的耳机声量调大，这也是一个没有错，这是一个选择啦哈。这位是8UTU23，你好，然后不好意思，现在好，我们就只能看一下草草有没有办法在。待会现身来帮我们调一下，不过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跟大家聊聊。看一下，3不转路转这样子。对，只能请草草救了。对，因为反复要录音跟配线的关系，哇，我们已经调了超多的版本，而且我又是那种每天会关机的乖宝宝嘛，我不知道这样算不算乖宝宝，但是我就是习惯每天关机，所以每次即使它调好了，我总觉得还是有一些数值会跳掉。伊藤先生把气噗变成润二先生，不会我觉得他真的是脾气异常的好，很有耐心，而且我就在那个募资品统计的那个一些细节上面，就是因为太忙了嘛，然后有些东西碰掉了，然后他就是还是会很努力在帮我做一些补救。我跟你讲，募资品的统计真的是超级繁琐的，你知道吗？对啊，如果没有伊藤先生的协助，我真的大概不知道10几遍了，我天哪！3不转，转音量钮，对，也是一个办法。草草 A 梦，没错，是不用每天关机啊，1个礼拜关一次。因为现在就是其实大家送我的那个海景第一排的电脑真的很赞欸，然后其实我也知道要怎么把那个怎么讲电风扇的那个很下趴的灯光关掉了，但是即使我把那个下趴的灯光关掉，它里面还是会有1-2条在闪。对啊，只是我自己会只要有一点光，我可能就比较没有办法睡觉。对，所以我现在还是固定每天关机这样子。是乖宝宝你没关过。对，我千老师人形乖乖先生没有关过，酷哦。然后2倍卡5000块，超厉害，赞哦。我刚刚草回了没？好，我们 double 老师要帮我们猪猪看一下了，等一下哦。
既然曹目前没在线上，我们就请我们2倍最扛的老师，我们请出2倍最扛的老师。好，这个连老师都要扛了，老师你扛一下。我们要2倍老师要现身帮我们扛一下，请老师帮猪猪看一下。然后明艳今年才过1年，感觉自己行程满满，完成了非常多以前不曾想过的事情嘛，很赞哦！而且明艳也在今年晋升成人夫了，恭喜！而且我刚刚看到那个，好，我先接收一下，大宝老师要来扛了。我刚刚看到福利熊之前就一直问猪猪说，到底有没有抓到他那个就是募资品的名单，到底是哪一位？我前2天总算抓到了，我就想说奇怪，怎么有一位很像某一位女性主播的名字？我以为是 B 鹏鹏，某一位 B 鹏鹏是不是非常非常喜欢我们的赞助专案？然后可能就来赞助一下我们的幻月小姐，对，然后。我想说不对，因为我最近也在整理大家的龙柱名单，也就是说我们后方就可能3D 秀后面要好，老师你要找什么东西，我帮你找。就是我们后方就是可能在3D 秀结束的那个感谢名单，就是龙柱的部分嘛。然后我突然发现说，有趴趴熊哦，有趴趴熊哦，龙柱留有趴趴熊。然后我再依着那位趴趴熊的这个订单回去找，才找到这位幻月小姐，原来就是趴趴熊本人。因为趴趴熊超坏的你们，好险我自己有稍微把那个龙柱名单再看过一遍，不然其实因为我跟你讲名单真的超多的，我真的就是这个没有团队真的是你们主播会死掉，你知道吗？就这么调皮，然后想要找那个就想要给主播一个惊喜的这个状况下，对。我突然发现，就是在募资的那个状况之后有类似的状况，可能还是麻烦大家可能填一下自己的本名，不然这只猪可能会死掉。但是不得不说，我这次在整理大家的赞助名单的时候，其实真的很感动，超级感动。我这边是有听到好，大宝是像在帮猪猪调音了，然后但是我这边底噪声比较大一点，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到？那些字是分开啊？什么？那些字要是分开的哦？什么意思？哪有作弊？你知道一个人要整理那个上百张订单，真的会死掉，你知道吗？真的会死掉。我下次就是对，可能就请各位敬爱的大大们，请一律请填本名，谢谢你们大家。真的，因为之后如果要忙的事情更多的话啦，可能我在想，整理这些东西的话，或许我们真的会全部再委托出去。但是这一次我还是坚持有些名单我自己想看过，对，还是知道你们就会调皮，有时候可能会留一些想要让我猜的一些名字之类的，对，所以我还是有经我自己的眼睛去确认一下龙柱，因为看龙柱最准啊，就是你们想要在那个感谢名单上面秀到底是什么名字的时候，我就好被我发现了，好福利熊，而且福利熊的那个幻月，等一下哦，幻月什么小姐？大老师拍摄，你借我一下滑鼠，我的滑鼠这样，好，等一下哦，我去看一下福利熊，这里，好，大宝老师，请你继续调音，这很调皮，幻月爱蕾，然后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记成幻月雷梦，我想说他是雷梦，什么雷梦啦？我想说到底是什么雷梦这样子，然后我想好，幻月爱蕾，幻月雷梦组合的名字吗？也太难了吧！一定是就是其他4位老婆组合而成的，对不对？一定是4位老婆组合而成的名字，也太难了。午安，大家午安，我是今年12月31号还在这边很安详的呼吸的朱迪卡，总算可以在这边安详的呼吸了。对，而且今年其实真的超忙的，超级忙，不知道是忙到常常就是不知道
道该怎么形容那种忙碌那个强度太强，你知道吗？可是不得不说，其实我本身啊，私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的强，应该是说忙碌的强度，对。然后，但今年度又添加了更多比较差不多强大程度的一些忙碌感，对，那个是叠加上去的。什么？幻月爱啊？什么我不知道什么喜欢喝的饮料哈？我不知道，幻月爱欧蕾，手得高啊高了奶。那我觉得我是铁人吗？我觉得我真的是他妈超铁。好，大宝是调好了吗？我像这边底噪声听的还蛮仔细的，我自己的底噪。我看一下。太卡了吗？啊，真的吗？好，没关系，那大家就请你们把你们的耳机放到最大声，就请你们把耳机放到最大声好了。好了，原来是幻月爱欧蕾，所以刚刚那呢是幻月这位主播喜欢欧蕾，是不是？是这个意思？我又不是像你们都是 DJ， 就是这一年都没办法去到处滴，对，所以我等下一定要唱《天风元帅》献给你各位，对，然后但是谢谢你们今年的照顾啊，今天还有一个什么？对，我跟你讲，水月风我知道他吧，水月风我有记下来，想说有可能是水月风，所以我在赞助名单想说好，我找一下水月风，就是靠，怎么没有水月风？想说操嘛，到底又是什么？最近网络又炸了，是我这边吗？还是长官那边？老师扛不住了。你外面这边是没什么底噪，的确呢，就是这次草草帮我调的是基本上是没什么底噪呢，对，但可能声音幅度缩小了很多。自主调大吗？好，请各位自主调大，然后待会可以细细的品味猪猪现场上我们丢鼻专辑，对，因为我要讲什么？我想起来了，你看就是这样子，脑子超断线的，天哪！我陈老师，我觉得我的脑部需要被加持一下，没救了，你知道？因为我们已经找回我们的 Echo 了，我们 Echo 找回来了。海底电缆被切到剩2条，原来是这样子吗？我都不晓得这件事情。今年又更低了吗？好，你各位大弟弟们，看来我们做出这一首天蓬，我们吴昕老师这歌词写的之好的，好不好？前面是名称，后面是饮料嘛，咖啡欧蕾之类的。讲到咖啡欧蕾，咖啡牛奶真的很好喝好，我们福利熊，总之谢谢你送给我们团队的那个虾米蛙哥蛋糕，好不想去做。第一次做烘焙做的就是完全我之前要做那些迫害的这些回馈品，非常的雀跃，非常的欢喜，但是我第一次可以了解到就是彩彩的心情了。对，但是呢，我觉得这次福利熊送给我们团队就是庆祝出专辑的蛋糕，真的就是最大的受益者，就只有2倍老师跟娘娘。因为当中不是有人讨厌凤梨，不然就是有人讨厌香菜，甚至是萝卜干。哇靠！最大的受惠者就是我们2倍夫妻啊！我的天哪，是不是？好，你们放心，这个香爱香沙蛋糕内含香菜、凤梨、葡萄干。我会好好的呈现，好好的拍摄，好好的录影，好不好？然后当下我在吃的时候，我也会哀嚎给你们听，没有问题，好不好？然后每次放天蓬与太太对我说在叫你这一种，不是吴谦老师看起来不是弟弟啊，可以听到猪猪念 rap 吗？有我这次就其实我之前在制作专辑以前，我根本也不晓得我到底会不会念啊，但是待会我觉得可以玩看看，对，有 rap 猪猪要现场 rap 吗？可以啊，因为毕竟那个嘟嘟嘟里面就有啊。如果里面就是因为 Double 老师已经把伴奏应该都过好了，所以我觉得待会我们都可以玩看看。但是伴奏其实我都还没有
还没有听过。谢谢弟弟瑞的将35个月的神助之礼，好专情哦！加持不能有点大，加持我的脑神经这样子。怀特比格，谢谢加入36个月的猪仔专员，新年快乐，怀特比格，谢谢。是精明干练，我今年最后一天也是会精明干练的结束，知道吗？老香菜凤梨，三哥你不要打出来，好可怕哦！我突然觉得打出来，突然觉得看到好可怕，哎呦，突然就感觉那个背脊发凉这样。你只要迫害于吴声老师，让大家都知道。我知道吴声老师的反应实在是太快了，我没想到他是直接说好啊，来啊，我加凤梨啊，就怎么会这样子？真的是相爱相杀。娘娘哦，真的吗？娘娘也不吃葡萄干吗？为什么三哥知道娘娘不吃葡萄干？天哪，那真的是互相伤害，互相伤害蛋糕嘞！救命！哎，妹不伊拉下，欢迎大家各位战神大佬们，对，看到就是你们的集合体，就觉得真的非常开心。而且我已经把就是我们3D 秀后面要秀出的大家的龙柱的名单都一一整理好了，真的再次感谢大家相挺我们今年度的任何企划，真的是忙到人没了。对，很开心还可以在这边呼吸着，好不好？互相伤害薄荷没有错。感谢我们柚子加入23个月的主宰专员加回来了啊！谢谢柚子，谢谢。我不是因为葡萄干我也不喜欢吃葡萄干啊，那个都是他娃娃偷偷提醒的。我超讨厌的食材就是凤梨，应该说水果的凤梨可以，可是罐头凤梨我就觉得，因为它就是一个加工食品之外，还会放在披萨上面，我就觉得哎呦好恶心。然后凤梨香菜披萨就算了，他娃之前还给我加嘛，还有葡萄干呢。我说哦，你为什么要讲出来啊？好，于是我觉得好，公平起见，我就把我最讨厌的2个食材加进去，显示我的 guts， 好不好？可大宝部分一起 rap 了吗？我觉得大宝还是交给大宝吧，因为大宝的部分，我觉得未来啦，如果我常唱这首歌的话，可能也会熟悉的状况下，我也可以学看看。对，但是我觉得大宝 rap 就是他念，感觉超级有感觉。对，娘娘我在聊天室讲过。好，那我斟酌一下要不要放葡萄干。凤梨7号差点就买了吗？什么？不要，干嘛买凤梨？5000老师，不要夏威夷披萨 ，no。然后28个月的猪仔专员，谢谢波西米亚老师，新年快乐！你是丢逼啊！谢谢你们的循环播放，谢谢，感谢我们大宝老师，就是疯狂帮猪猪在各大串流平台上传我们的丢逼专辑，抓包没在听。不是没在听，是没在看泡泡熊。不是啦，来不及看，一定是那天来不及看。不像伤害没完没了。对，我觉得下一年，再下一年，再过个3-5年，一定也是每天互相伤害吧？是吧？8月1号先生。好像我会感谢我们的以世主总裁，我们的他娃的年资来到39个月，但是呢，黑了好小啊，他年资已经60个月上下了，60个月，很夸张，60个月，你可以丢出来吗？祝大家新年快乐！有老婆的幸福美满，没老婆的偶遇良缘吗？那样老公的也是可以啦，是他娃来讲非常的有说服力。也谢谢我们这位专情的他娃娃，对，就是今年度的照顾啦，也是爱用绿界帮猪猪充年资哦，然后目前也是位居我们年资第1名，我们的他娃非常感谢。对，虽然说今年度大家很像对于那个赠送年资或者是迫害年资的部分非常的有兴趣，我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于迫害卖场各种玩法层出不穷，真的是受各位照顾了迫害卖场啊！但是就是基本上乐此不疲的各位也欢迎，就是从今而后继续爱用我们绿界迫害卖场，看想要就是送。好，暖冬送个一些点心给你喜欢的推，或者是你喜欢的朋友，对，想祝贺一下，或者是你想要迫害的对象，好不好？我们迫害卖场对深圳开放中，好不好？又来买夏威夷披萨店，不要，可以不要吗？接下来是这个来的是草草吗？这个来的是草草吗？是草草来救援了吗？来，我们来看一下是否是草草来帮我们救援了。哎呀，我们这个聊天室怎么聊到最下面去了？一下，对不起，我现在没有办法看中间的，我只能
卡到最下面去。感谢我薄荷30个月猪仔专员，也是我们同时也是我们的7个月的高阶仪式主。我们的薄荷即将在1月份，也就是明天开始的这个月份，成为我们的当家总裁。薄荷，你可以再慢慢告诉猪猪你想要什么样的迫害料理迫害大家，好不好？然后你们等我一下，因为我现在视窗切到那个我们的录音界面上，我们等草草调整一下，然后我才看得到你各位的留言。等我一下吼。然后我们草草来了，谢谢草草，有老快拜。趴趴熊，其实我觉得你如果把你送出去的那些迫害年资收集回来的话，你也不遑多让。对，因为其实你就是到处迫害，到处送暖，到处送福利，你那些集结回来搞不好也差不多60，你知道吗？在2020年底，猪猪知名干练的发行了首张专辑，然后金萌。恰恰，你知道的太多了。恰恰，你小心在路上被橘子丢，但是丢你的人一定不是我。超皮08机密概念。好，我们现在草草在救援猪猪的电脑，现在调音中，然后目前底噪是非常 nice 的，完全没有的状况。我们看一下这个声音是不是有办法在往上 up 一下。然后也请各位耐心等待，因为我现在是不是听不到，对不起，本来就听不到。我现在是看不到你各位的留言的状况下，对。然后要跟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先道声新年快乐之外，也要跟大家说，我们的老干妈蛋糕体芋泥蛋糕目前确定是要制作了，请欢天喜地的等待朱迪卡制作完，为您各位尊爵不凡的大佬们出货。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逢3D showcase 已经差不多下个礼拜我们就要进行了，所以我自己啦是安排说，我希望我们在把这个3D showcase 圆满之后，我再把这个蛋糕开始做制作，所以稍微跟大佬稍微告知一下，不好意思，我们这一次的蛋糕就是1月的部分可能要在7号以后再帮各位做制作了。对，我希望就是这次 showcase 可以圆满它，把它做到最 OK 的状况。然后就是我心就是比较宽心啦，就是放下心中大石之后再去制作这个蛋糕，我才会比较快乐。现在想起来已经很快乐了，但是我希望我是在我把大任务结束之后再把蛋糕寄给你们，我会觉得比较踏实。对，不好意思，就是也稍微跟大家告知一下，我们12月份的老干妈芋泥夹心蛋糕即将会在1月7号之后做制作以及出货，好不好？对，然后我们这边有救护车经过，好可怕。哦，变大声了吗？有变大声了吗 ？OK 了吗？所以你们那边大了吗？大了吗？就跟我3D 秀的神官帽一样大吗？恭喜安呢。好，你们等我一下，我等下会再渐渐把聊天室看回来吼。然后我现在断断续续的看得到那个。好，谢谢草草。好，声音会先断一下。好，没关系。超大声！いただきます！我要在异地了，又回去了。好，草草他说可能声音会断一下，请等他一下。我又变大了，我又变小了，我又变大了，我又变小了，我又变大了，我又变小了，打我啊，笨蛋！反正你们又打不到。救护车经过时候变小了。我们草草现场示范调音中，如何调音玩观众企划。其实我们现在在进行如何调音戏弄观众企划。草草 A 梦正在调整。其实我们团队有很多 A 梦我们这边有草草 A 梦，然后2倍 A 梦，然后乌星 A 梦，到底还有什么没有的？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团队真的大家真的是超级身怀绝技就每个都不知道在扛什么的，就基本上每个人其实基本上已经有很多专业面在身上了，然后以至于每天都很扛，然后扛自己的专业面就算了，还得扛其他专业面，就是每个人都不知道大家在扛什么，就是大家都超扛，然后才成立了
Hello， 我现在回来了。我们刚刚声音一度就是因为系统软体的关系，然后不见了。总之就是一个很扛的集合体，而且大家其实也根本不晓得，就是会变成一个团队，就可能因为大家都太扛了，那个磁场很相近，你知道吗？大家都很扛，然后扛的跟扛的吸在一起，然后价值观又怎么讲颇合的。对，然后因为大家都扛嘛，所以在扛的那个当下就可以了解啊，扛的当下那个感觉，对，就真的是他妈超扛，我可以互相分享，就是很扛的感觉，扛到生命都没有的感觉之类的。对，刚人没了，整个人没了，我又回来了。对，扛的 N 次方，你知道吗？大家那个团队的大家都在扛，对，不只有我扛，然后大宝就是扛。然后乌星也是各种扛，然后草草也真是不知道在扛什么的，大家都扛呢。耳机坏掉，你大挨了。我们吴谦老师基本上好啦，算是个 I 人。而且我看到吴谦老师，我就想到上次吴谦老师就是有在我们 DC 求救嘛，就是可能有被委托人形乖乖的这个工作，然后就是有被邀请到某一个地方，然后当人形乖乖要正常这样子。哦，草草可以退了，谢谢你。我们恭送我们草草把猪猪的声音调回来了，有大声的大了，谢谢你们。然后猪猪啊，小喵喵，猪猪今天会唱到跨年吗？这个猪猪可能没有办法唱到跨年，因为我想要追一下阿妹的跨年台东演唱会，所以我想追我的推。对，但是现在呢，这个午后我就幻想我自己也办了一个午后演唱会陪你们跨年这样子。谢谢草草，我叫老师带我走吧。对，老师出来打球，一大名要嘎叽了，等一下，这不是我毛毛老师吗？毛毛老师伊拉塞。我们毛毛老师真的是作曲编曲专家啊！我们真的彭华虾催泪，给毛毛老师真的拍拍手。我们毛毛老师真的做的曲子，我发现接生很爱耶，接生很特别爱这一系列的毛毛系列的曲子。当然，我们专辑的其他词都也是非常丰富，也非常的厉害，欢迎大家都可以帮我们爱心按一下，然后转推也好，多多循环播放，好不好？然后最近我观察那个接生的排行榜，我发现那个毛毛系列的深受接生爱戴这样子。然后对啊，老师很好笑，然后上次在那个我们 DC 求救嘛，然后三哥就回他说：“你可以自命清高。”因为武谦老师求救说没有人跟他讲话，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只能在那个 DC 求救。然后因为可能算是委托武谦老师的团体，就可能也算是第一次跟武谦老师见面，也比较不好意思，就比较不好主动过去跟武谦老师搭话，所以武谦老师就一个人在那边就很紧张，这样瑟瑟发抖这样。对，然后就让我们 DC 求救。他说怎么办？一个 I 人在那边，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晓得，就是该如何是好的状况下，然后下一秒三哥回说：“你可以自命清高。”然后在下一秒超靠北的武谦老师又回说：“好，那我把下高抬高一点。”我就觉得这个命理老师怎么这么会讲干话？然后我觉得三哥真的跟武谦老师一拍即合同步试听阿妹跨年演唱会，燃烧神教，谢谢有始有终的燃烧神教，我们的赞助名单真的第一笔燃烧神教，最后一笔也是燃烧神教，非常感谢我们燃烧神教，所以就是燃烧神教真的是有始有终，好不好？不是啊，可是同步试听这个不会有版权问题吗？就是说我是的部分我们抽掉嘛，我们就可能声音的部分应该也有版权问题吧？对，就是对啊，就是接生的民谣榜非常难抽，对，但没有关系，就我很开心，我们的卡加吃薯 C， 然后我们的嘎吉真的是霸榜他们三支，对，这3首歌霸在那边的时候，真的是心情超爽。虽然说可能就只有一瞬间啊，可是快点把那个记录记下来哦，开心，又可以成为我们专辑的一个记录，这样子。请支持不正经系列，谢谢啊！说到这个，我们毛毛老师的正经系列真的也是非常的好听。毛毛老师，我最近在纠缠，在拉扯的是 NC 那首歌，我希望我唱得更好。对，我待会可能把 NC 这首歌放在最后一 part， 对，因为
实在是压力山大，但是还是得要好好的呈现它。在这个部分 NC 的部分可能会引起我们乌星老师脑中风的状况下，请多多关怀乌星老师。当我在唱 NC 的时候，可以敲敲他还在吗？是不是已经脑中风送医院了？好可怜的武谦老师，武谦老师很可爱，而且人形乖乖的这个口碑感觉有做起来，所以有被其他企业室委托，真的又被请去当人形乖乖，我觉得超开心的。还以为是抬头那一段，我觉得自命清高那个真的是靠北好笑。然后自命清高之后说好，我把头抬高一点，就真的也很好笑啊。高志老师没有，武谦老师色色牛妈没有，然后三哥武谦都是数字系列的，对呀，但是三哥他今天变成了2可，从今而后他就变成了2可，很可怜好吗？没有讲，不敢主动讲。好了，武谦老师没事，好不好？你在我们的团队可能有讲不完的话，好不好？大家都就是一直疯狂问你命理的问题，很烦这样子，不觉得很烦吗？只差8月吗？来8月1号先生，我们这个可能组个男团这样好不好？牛马35成群真的也很好笑，因为毕竟是电视应该没有是可以的，是不是？然后燃烧身家从头燃烧到尾，真的也在讲啊！选股大哥今天不是今天，对不起，29号的出配信大家有去看吗？选股大哥恭喜出配信完成，我们得到过在吗？是恭喜你，然后也恭喜我们选股大哥。初配信我没得到过在吗？有截图的吗？后面都不看你们的事，那榜单看不懂，能一直循环吗？其实我不晓得循环有助于榜单拉升，但听我们最扛的扛把子老师说，很像是爱心，很像是比较关键。对，胡说八道先生来了，你为什么变成胡白先生了？安最近开始开房子，看到满意房子可能想搬家了吗？胡说八道先生，你是想要租房还是买房啊？哇靠！大家年底那年终发了，直接买房酷老中风了。毛毛老师，你怎么会老中风？毛老师上香去准备骨灰盒。好，总之呢，我真的觉得一切都很不可思议。我最近出去采买的时候啊，也是会一直听我的降噪耳机循环播放我们的专辑，即使到现在我还是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的专辑真的做出来了。对，然后就听着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感动，尤其是那些那个非常台谣的那些曲子啊，当你听着那些曲子走进传统市场，你知道那种感觉多嗨吗？真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的那种台味，就是说哇靠，我像在传统市场买猪肉，我像耳朵听的是 75C 嘟嘟嘟，超台你知道吗？那种感觉需要看风水我们先老师这边就是欢迎大家如果想改名改姓，情感问题八字甚至是点光明灯上柱清香不是或者安太岁像我明年马年我就要请武谦老师稍微安一下之类的，对，没钱买第二间，我在旁边哭，看我笑口，看我胸部，没事，你都有车有房了，是不是？爱心加成比较大，循环单手，大概是天哪，长官你有研究看年终发多少，他们决定是要把那个车贷还完了，然后在市场摇起来，我是听的还蛮低调的啊，不敢直接摇，要摇，我们下个礼拜3的3D showcase可以摇，等下改姓，对不起，改名，改名，我讲错了，我没有吃嘟嘟。听着丢鱼专辑真的很赞你们在打一些很热血的游戏，可以听一些 75C 嘟嘟嘟，真的还不错。而且来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左上方我们他娃娃赞助的福袋，谢谢他娃，我把这个钱一直收着，然后我这2天才要正式去选购我的福袋，谢谢他娃娃赞助我们的福袋，好开心然后现在猪猪都用香格用彩彩来破坏武谦老师，然后老师一个据点，不是啊，因为我没想到彩彩这么喜欢武谦老师，我真的是倍感欣慰啊！好，我真的是超级倍感欣慰的。改姓不是我讲错了啊！你好，我姓陈。好，我们那个陈银木先生你好，他会不要很害怕。我
们五千老师相对于财字辈都会瑟瑟发抖，因为勉强我算有车有房吧，继承的，即使是继承的也算是啊。对，然后谢谢你们，就是总之今年度呢，很多东西，我现在脑子跑过去真的是人生跑马灯，对，超级人生跑马灯，救命！忙到自己不知道在忙什么。对，不过我觉得总归一句话就是，还是可以回来这边唱歌，真的是太好了。果然，忙到一个阶段，还是最想要回来唱歌。而且重点是啊，声音品质真的在比较 OK 的状况下唱歌，感觉真的很好。对，最近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过敏咳，可是我觉得今年度的最后一天配信，然后感觉很像声音的状况是可以好好唱歌的这个状况，会觉得超级开心的。等一下哦，好，我把这个屌逼的 logo 移到最上层。是我跟你讲，是那个全家的那个福袋，没错，就是很嘎叽嗲的福袋。所以谢谢他娃娃的赞助，然后也谢谢今年度各种赞助猪猪的大家，因为基本上频道健康的金牛真的对于你们的主播非常的重要啊，非常的重要，大额小额都是好额，欢迎爱用我们 YT 直播间才会聊天室，或者是好像我们年资第一名大佬他娃娃随喜赞助，右上或者是左边，欢迎大家都可以赞助起来支持你们的推，好不好？大家快去找武谦老师，全部都看起来，对，看手相啊，看八字啊。武谦老师我不知道有没有研究塔罗，但是搞不好或许有涉略，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武谦老师讲的东西真的都很实在，对，虽然说很爱讲干话，可是他真的都是真心诚意，希望大家变得更好，好不好？我们这个善良爱讲干话的武谦老师，欢迎大家可以预约起来。如果你们想看明年的运势啦、流年什么的，都欢迎，好不好？老师，我姓刘改姓陈，为什么要姓陈？民谣真的好难，只跟 A 一直我知道，所以我就想说，就是他那个蛮妙的，就是一下上去一下下去，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冲上前10，所以民谣真的超难冲的。今年最后一天猪猪还是要碰一下吗？没有，亲民干练。YF 先生也谢谢你送猪猪的猪血糕摊位，像在我的右手边哦。然后工作有忙吗？冠七姓吗？直接变姓林这样，双木林这种福袋大奖那种台积电啊！天哪，下张专辑的资金就来了。台积电的股票如果有中的话啦，莱尔富福袋的大礼是天哪，那全家不知道是什么啪啪熊。然后最近好几个大公司都有在抽台积，妈呀！改姓的话，好像是对运势有影响吗？其实改姓的话，如果你们想要有一些小孩很像长大想从母姓之类的，很像这个也必须要问过命理老师啦，我觉得。对，我刚刚讲错了啦。谢谢胡说八道先生，感谢你这个是300额，好不好？感谢彩绘聊天室，橘色看起来非常的鲜艳，非常的美好。谢谢你们用健康的金牛支撑你们的推，好不好？上上下下进进出出柚子，你想表达什么？有没有怀念一下今年的 PO 吗？不要，我只有鸡鸣干练可以怀念08鸡鸣干练，怪清新会心机，鸡不是笑。等一下，我不知道春妮姐姐她姓姬，希美，她姓姬。等一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不止运势嘛，影响的东西蛮多。是的，水灵宝贝，也感谢水灵宝贝今年的照顾啦。对，而且猪猪有 IG 咯，有 IG 了，就是你们可以到那个猪猪 Twitter 上方的那个各种连结点上去，或者是大宝老师有帮猪猪在那个聊天室整理那个各种连结的机器人，他时不时会上工，然后都可以点进去，然后到 IG 跟猪猪做互动，好不好？谢谢你们，谢谢。对，然后 IG 的部分我们日后也是会可以的话密集就是做更新这样子。对，希望这张专辑反正不只是就是好听之外，可能努力的冲一下社群互动这样子。想表达那个榜单不好冲吗？没关系，我们那个一瞬间的霸榜，我觉得有接下来就是一个很棒的，算是一个成绩上面的加分啦。对，所以 OK 的，也谢谢吴谦老师，吴家红茶冰吗？哦，这个可能要好啦，谢谢，我把钱收起来。
然后下次要去找大宝老师的时候再带上去。但其实我在高雄不是买吴家啦，因为我们家附近有更好喝的，对，就咖啡味更重，然后更香醇的，对。然后也谢谢我陈老师赞助的，还是吴谦老师下次想要喝，我再带上去，好不好？听到说法好像是年纪越大改名改姓越没影响，是不是？是这样子吗，长官？然后即使黄姓救命，所以我们春丽姐姐留有皇族的血。今天最后一次抖内了，再多美了吗？谢谢你们今年的最后一次抖内，欢迎大家今年最后一次抖内起来，好不好？谢谢你们，我们像彩绘聊天室正是时候，欢迎今年的最后一天抖内起来。红茶旁没有赞助播出，红大宝老师，鸡什么东西啊？佳佳，你要开脆吗？脆再开下去，我觉得我的生命、娘娘的生命、大宝老师的生命，然后巫心老师的生命都没了，真的要没了。我有跟他们讲说，我可能光是要照顾那个，对，照顾 Twitter 这个社群就已经可能丧失我的所有脑细胞了。所以 IG 的部分真的很感谢娘娘跟大宝老师的协助。但是如果脆再开下去，对，我们可能精尽人亡。就连女性的我也精尽人亡。有 IG 哦，薄荷，对，是红茶帮，我这边喜欢买的是红茶帮。皇帝也是请牛妈改姓，那边2杯无加红茶，是不是？因为命数越来越靠尾端了，所以原来是有这种说法。詹也是鸡是安内吗？天哪，那我认识的几个朋友里面，原来就是有皇帝的血族哎，我的天哪！好 ，OK， 没有问题。好的，今天学到了一课呢，谢谢吴行老师。好啦，我又不小心跟他们聊太久了，我今天最晚可以陪大家到6点，我们只剩2个小时，要再看爆掉哪个老师的干嘛？这个3个，我觉得这个讲得很好，基本上老师们的肝已经爆到自我增生了啦。我觉得他们应该也不怕爆肝了，反正每天都在爆。什么鸡是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恰恰，对不起，我以为你又在讲干话。你们每次跟我讲很认真的事情，我都以为你们在讲干话。Chill 常常会帮忙谢谢啦，吴昕老师，谢谢你的引流。我真的是光是照顾推特，我真的就分身乏术诶。现在多半一个活动2倍的肝就少1角，我觉得我是少 N 角。那这样就是看得懂脆的英文吗？我之前原本看不懂，但是因为吴昕老师还有大宝老师娘娘才在讲，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是脆。好，我认得了，至少我认得那个是脆。现在不是我今年最后一天配信，我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讲。久住青烟，新修的先生一拉晒，没有，我还是会唱歌，我还是会跟3个的腿一样。老师的肝都改成了电池又没了，换一个。难得震惊，对呀，恰恰你有震惊过吗？很多事情真的是以前人在讲干话。然后好83先生，我可以去中间只取头跟取尾，以后你就是83先生吗？谢谢你的干巴爹，大吃路比亚就会好了吗？好，魏晨老师真的很喜欢路比亚我跟你们讲，这一波忙完我再跟你们分享我那个去年买错的迪士尼门票我要怎么处理。怎么这么快已经过1年了，我那个买错的迪士尼陆地门票，我想了一下，还是得要再冲一趟，不然我真的觉得好浪费钱哦。还得是你朱蒂卡。然后大宝老师跟我讲说，好啊，猪猪你再去一趟，然后再买错票，哇，这是善的循环哦，后年再去这样。我就当下听到都觉得我被凑了，但是我觉得我没有证据。拿一把香菜塞吴昕老师吗？趴趴熊你小心哦，吴昕老师看过你，他认得你咯。但是呢，好啦，总之今年受到大家很大的照顾，没想到我们出了专辑还有大大的蛋糕被加码，被我们福利熊总裁加码，让我们可以团队去庆祝。然后等到呢我们这一趴就是我们的募资专案
忙到一个段落，猪猪会再挑个时间把蛋糕好好的制作，好好的带上去跟各位相爱相杀，好不好？像你都只能大吃萨莉亚，其实台湾萨莉亚我还真的还没吃过就去啊，是就去，可是会花很多钱，我就在纠结花好多钱，你知道迪士尼很贵吗？虽然说上次的迪士尼我们就是莫名其妙把其中一个点心变成了在地美食，但是呢，就是那个经验让我觉得很好，是因为就是在地美食之后，马上又换了另外一个新鲜的点心，就是放在我手上，我就是觉得不愧是迪士尼的工作人员，真的是平常有在训练，有证据就是那张票，你买错了票，吴昕老师。我原本想说之后杂谈的时候再跟大家聊，这真的是很好笑。好，总之好，谢谢吴昕老师的安慰哈。去啊，再买下一年，对，就再买错下一年这样子，像白蛇一样魂飞魄散。没想到老师制裁不了你，制裁，可是爸爸熊制裁得了我啊！每年都飞日本的原来对每年都买错票的，是有没有这么喜欢迪士尼？没有赞助播出，小妮妮。就是没有意外的话，我要在3月7号以前快点要再飞一趟迪士尼了。在那之前，猪猪要好好的存钱，只是怕吴谦老师制裁而已吗？为什么怕吴谦老师制裁趴趴熊？你是和善的人，吴谦老师，我觉得你打这句话好像干话，不好意思，但是我觉得没错，你是和善的，你是和善的人。虽然说没出国，你是在等一下，我不是在挑衅你，我只是想说我买错票真的很膨，我很膨，好不好？要说贵也还好，但是你们什么东西有2倍贵才可怕吧？我是觉得啦，东西什么都贵的迪士尼，但是还是有办法让大家趋之若鹜，是真的。你看到光是我去年把手上的点心变成在地美食，他们的那个反应跟那个员工训练，我真的就觉得可以，你2倍贵3倍贵可以，我爽，我接受，真的是太会安抚身为观光客或者是游客的我们了，真的很会安抚又很会行销。对，沙梨好像只有北部有，南部好像对啊，所以我其实南部这边我还真的没吃过我们台湾的沙梨啊。小妮妮说坏吗？你是说为什么迪士尼贵吗？还是说就是为什么还要再飞迪士尼？是因为我去年买错票，我今年一定要把它弄完，就很蠢。还是说小妮妮说为什么迪士尼不贵啊？好，这个总裁的数值跟我们不一样，和尚的人啊，对啦，也感谢我们这个募资专案非常支持猪猪的大佬之一阿川嘟，等一下我们专辑的歌都会给大家唱过一次哦。武谦老师是和尚的人，对，和尚的人形乖乖，可是人形乖乖为什么要惩戒泡泡熊？不用惩戒啊，是不是坏做坏事，担心惩戒？迪士尼没有办法退票的，小妮妮可以退的话，猪猪就退了。可是它就只能换日期，然后退票当下是怎样？就是说你要决定好一个日期，然后去它的 APP 的系统做设定。好，我要换这一天了，它才会把原本的那个我买错的票退给我，然后改由刷新的，就是这一张我要进去入园的票。他们的机制是这样子，如果你单纯要退那张票，它是不可以退的。对，所以南部的萨莉亚在好难。超难，好难呢、昨天就萨莉亚他们说好像没，其实我也没吃过武谦老师。烟丹伊拉塞，爸爸熊是学从什么东西？好啦，我觉得要4点了，我还是快点先唱歌。谢谢大家的照顾，然后好，我每次看到你们都很多废话，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们讲干话。对，因为这个是我得来不易的休闲时间，然后。什么惩戒？那我要看武谦老师在那边摆姿势，一边好要带地月亮翅膀。下次我见到武谦老师，我请武谦老师摆一下，我录给你们看。人形哥哥为什么可以让所有东西都乖乖，不乖都会被消灭？好，那我见过武谦老师很多次了，我很乖，对不对？好啦，大家，我们真的要。唱歌啦！我好不容易找回我的 A 口，我到底有多久没有 A 口了？
你好，跨年快乐！2025尾声，谢谢你的爱啊，我好开心哦！谢谢不嫌弃，谢谢大家的照顾，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年度基本上很少有时间跟大家聊很多，只能就是每次都来匆匆去匆匆，但是很开心。我12月31号跟着我们家的团队，我们的比阿公，我们的娘娘，我们的吴贤老师，还有我们乐手的毛毛老师的，还有好多的大家都还有办法呼吸着。我们期待这张专辑可以带我们冲向另外一个高峰。吴贤老师真水手，8月1号先生，你想干嘛？干化学了，快乐，真的很快乐，薄荷真的。刚起床吗，小妮妮？好，那刚好起床的状况下，猪猪也要唱歌了，等好久啦。杰森大哥，人刚到嘉义，我看猪猪。哦，真的吗？你们要到嘉义跨年是不是？迫害城市，真的。等一下，那泡泡熊他乐于迫害猪猪。那所以说他要被消灭了吗？可是我觉得武谦老师一定不会消灭他，因为武谦老师也乐于迫害猪猪。你们根本就是同一条船上的，好不好？好，哦，睡吗？先，哦，对不起，睡。等一下，我鸡鸣哥烈，我要唱歌了。我就跟我们丢比阿公一样有阅读障碍又怎么样嘛？就阅读障碍啊！好，我不管，我要先从，我要先从这里。我们所有的伴奏应该都在这边吧？谢谢我们的丢比阿公帮猪猪把伴奏都过好了，我们就先从这首歌吧。哇，其实我蛮紧张的因为这些歌一次要11首全部唱给你们，其实，一气呵成的唱应该是没问题吧？你打算就等一下，你们为什么都不纠正我？我们今天2025年的最后一天也打算放逐我了吗？大家都放弃。等一下，因为他英文不好练，我中文好像也没有很好，对啦，都很习惯，中文有始有终，都是你们啦，囤什么囤？囤着，然后这首歌就出来了，我真的是不愧是神 double 神团队，来，我们来囤积一下，很可爱的一首歌哦，好可爱哦。会不会太小声？我再大声一点好了。哦，好像还好了吼。囤积，我的啊，等一下，第一句就唱错，等一下再一次，不是这一次，等一下唱错，等一下，你知道短时间要速成11首歌，真的是变细命啊！你知不？搁一摆，短时间要速成，真的非常烧脑。但是我可以的，再一次，我可以的。对不起，原唱要生气了。无妹无你的拼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啦，我摕油来抹卡，啥啊，到处随来开冰箱，含喘开拢全身灌注。Oh my god， 阮老母竟然自家这丰富，流嘴落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揽着我，温柔轻声。过了刚好，敢有食甲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市场，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炭四方，盐水猪脚面沙塔配带人，白
饭叫强，搁来一碗。有死有做鸡皮干呀！我的歌没错啊，我的哥们，无要无你的饼啦，工课做袂煞，头家讲下班啊，我提油来抹卡。到厝随来开冰箱，和喘开拢全神贯注。Oh my god！ 阮老母今日煮甲这尔丰富呢，流嘴烂咸放空，有淡薄甜甜，你手揽着我，温柔轻声。过了刚好，敢有食较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七巧，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拖四方，盐水里卡面沙塔配大人，白饭叫强啊，搁来一碗。Come on！ 哦嘿呀呀呀呀呀嘿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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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了刚好，敢有食较健康，替你喘几道山顶七巧，大大嘴巴，幸福快乐。滋味拖四方，盐水里卡面沙塔配大人，白饭叫强，搁来一碗。我没有这我没有开 echo， 有开，我有开，吓我一跳！长官，这个一定是故意的！喂，吓我一跳！我想说我有开 echo 啊，一定是故意的！等一下，那个 echo 有开有啦，专辑出了。开台唱给大家，感觉特别赞吧？谢谢。我也觉得，就是专辑出了就是要常唱，唱到熟练，然后唱到大家可能听腻，但是我还是要去精进它。也谢谢这位 哈雅先生吗？好，不知道是国外的朋友还是我们台湾的朋友，都谢谢你们来。我有开 echo 啦，直播不毕竟直播不允许失误，怎么能允许？但你们允许那个什么，记得用好，其实我虽然有办法上这样，嘿，等一下哦，等一下，大宝老师说哪一个版本？我看一下，我看一下哦，这个老师有这个版本有什么不一样吗？老师，那 NNO 跟 NNA 有什么不一样吗？我刚跳的是 NNA 的版本，NNA 的版本。这些歌有好几首，居然有办法唱，觉得你真的是强啊！对啊，好几首不就是做出来就是要唱爆它，跟以前一样，只是没有开很大。贵要干啊！讲有啥物啦？啥物较蹦蹦啦？我真敏感人呐！应该是有啦，我有开 echo。好，不行，我现在不要看聊天室，我们接下来下一首。好，囤积真的是好快乐的一首歌哦。只有伴奏比较干一点吗？NNO 有混一些和音电音，是不是？好，谢谢大波老师，这样猪猪知道了。那么我们来下一首每一首都好想唱哦。好，我们来嘟嘟嘟看看好了。老师，那嘟嘟嘟的部分的卡拉，你建议哪一个版本啊？哇，我们大宝是过了还蛮多版本的，好像还是得要是有大宝饶舌版的，对不对？对，大宝是在监督，是这样的差别。怎么玩 NNOFF14？ 老师，那我这个挑大宝有饶舌的 KTV 版本，好，你看一眼，好，没问题。嘟嘟嘟，真的好好听哦！我们今天先来唱一些快乐的歌，先快快乐乐。好，喝口水。然后我们专辑正式在12月24号已经正式
数位版发行哦，欢迎大家帮我们支持起来，多多转推推广，然后传教都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作品、我们的歌、我们的台湾。好，嘟嘟就要老舍，好紧张哦，嘟嘟就是要老舍。金奖直播幕后团队嘛，金雄，我们金奖直播幕后团队，希望可以有好消息啦。对，我真的很希望这张专辑可以让我们团队的大家所谓的能见度吗？就是说让我们团队大家更多在这方面的才能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大宝有老舍版本，好，很棒，就是这一版了。我们大宝老师推荐，猪猪照办。哇，好嗨哦！好啦，我如果唱烂了，就唱烂咯，唱烂就唱烂咯。来，哦，超嗨，超嗨！哦，天哪！我心心讲，不是咧捧红，女性感动，你着爱听伤。代志到我，暗心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炸三顿学了。啊，小姐爱注意形象，跳舞要紧音乐，吹落去做伙蹦咯 ，everybody 嘟嘟嘟起来。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阁想多。MZ 卡再到一头人是一命，不是你讲的白卡是斗掠定。我是台湾歌，上甲行正命，上但心海关山我修行，带你才好打，我都耳孔莫找借口干拖，台湾制造不老是个着我，敢若是在无你我，就甲咱来照行。少年的做对我的参照，我是你卡，甲这敢若气炸，对你去拼就可以出一看，茫茫之路甲小路上有你个有我。姊妹啊，做对我的参照，我是你卡，去一万只风花，对你去拼就可以出一包，对你分你个啊，好难哦，不是咧碰风。人生到老，你着爱听伤，哪有烦恼？做你甲我讲，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阁想多。等一下，我看错行了，等一下，我看错行了。等一下啦！哦，对，面鼓刚卡住。你们帮我赞声一下啦！你讲就是爱我，成功的笑容甲我捧甲捧捧，照三顿学了。哎呦，小姐爱注意形象的，跳跃音乐，吹落去做伙蹦咯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阁想多。大宝，赞啊！哦，赞呐！我手心功，赶快听那向前跳 ，everybody 嘟嘟嘟。哦，讲阮呐，我相信讲，真正无通风，啊，女性感动，你着爱保守。代志到我，暗心甲头动，啊，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 ，everybody 嘟嘟嘟嘟嘟，专心了落对咱的脚步，啊，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阁想多。我相信讲，啊，真正无咧碰风，女性感动，你着爱保守。代志到我，暗心甲头动，三来黑白母做伙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啊，咱的脚步嘟嘟嘟嘟嘟，做伙斗阵嘟嘟嘟嘟嘟，自信坚强免
搁想伤多。哦，啊，超嗨的啦，好嗨哦！对，而且我刚刚面部很就在我要念 rap 的时候，我的面部他突然给我那个传输线给我跳出来说，把那个资料夹传输线，他以为我要放什么资料进去，我整个 rap 的那歌词被挡住。我想说算了，老娘用背的，我用背的可以吗？很像差不多也背起来了。对，大宝这段真的超级嗨的，好喜欢哦。对，大宝是花栗鼠，不是 AI， 是谁？对，就是我们超厉害的超。我们草草他真的就是，如果要麻烦他配一些花栗鼠的声音，他完全是不用成那个什么混音器，他是直接花栗鼠，直接呈现原音花栗鼠这样。他说这几首歌不然什么让萝莉神那样一定要的啊！我觉得嗨歌就是要这样，我真的好想要现场唱给你们听哦，好好听哦，超级好听。来，下一首就是喜欢跟你们玩这种东西哦，赞啊！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感谢我们长官，好，这个300块，好，我们2025年的最后一次抖内，好，欢迎你2026年继续抖内，谢谢。那时候拿到2首歌的 demo， 一开始觉得其实我自己超帅，就听久脑子，你们的声音也在嘟嘟嘟里面，不晓得你们刚刚有没有跟着我一起战声？如果说在工作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战声啊，对，但是我真的好希望之后有机会真的现场跟你们一起嗨这首歌。谢谢 AHO 先生，超级好听！来，快点，我们接下来要7属 C。好，大宝师，我要玩7属 C 一下，传死自己的歌，超赞。那我要找 NNO 是不是？好，我们7属 C， 我不知道会不会翻哦。7属 C 这首歌爆干难，它的词也真的是爆干难唱，我努力啊，翻掉就算了哈，面补不到就算了哈 ，iPhone 面补永远补不到我，哦耶，哦。咿哟 ，Come on， 哎哎哎哎哎哎 ，Sweet Queen 啊，哎哎哎哎，嘟嘟嘟嘟嘟嘟嘟，自忙甲路港到府城，这趟四海天下我来担，人情百变要紧 ，It's me， 英雄将来不分出身，我的嘴家真好你。你倒位来的歌想要甲我比？求天下你一日马祖拢甲我小听写一篇7属 C， 啊，讲到世态，伊啥紧超看台，都讲强来无啥人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来，恁拢来自台北、高雄到鼓山，这比海看地盘我来吃，人情千面原因 ，It's me， 女神将来不分出身，黑心肝搁加好意，你倒位来的歌词要甲我编，古细也来四世天地会甲我做定写一篇7属 C。讲到世态，伊啥紧插看台，都讲强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啊讲因捌等待，往后就像无人来令我心怀千百年间，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哦，哇，超嗨超嗨！谢谢，欢迎彩绘聊天室，哦耶！风沙起四海为家，脚踏昆仑送金叫掌声，叫掌声。讲到世态，伊声轻巧看台，都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红顶红颜千军万马，虽然怎样总来战歌袂停。讲到世态，伊声轻巧看台，都讲剑来无啥通甲我阻碍，千百年间我就是独一无二，啊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我就是你爱的阿波罗大帝。谁对啦？哎哎哎哎！哦。
感恩感谢Lola 七属 C， 真正有够水亏诶！这首七属 C 来自于朱蒂卡前年还是3年前某一次在跟你们聊个罩杯，就莫名其妙的产生这个标准制。我们一切的渊源来自于我们牛妈刚下列75 C， 然后这首歌还真的被我们大宝老师团队做成了这么浮夸、这么好听、这么帅气的一首歌，谢谢牛妈。然后我刚刚发现我的75 C 居然没有放上去，你们等我一下，我的歌单来不及更新，超嗨！战胜大佬们，感谢你们痛并快乐着的被我们团队抓进去录音室，留下了这些你们的赞声。好，刚耳机直接炸掉，抖一下，直接关机，谢谢你们，谢谢。难怪这首要3D 化啊！其实我们那个时候用3D 化的歌，不晓得为什么就毫无疑问的就觉得75 C 在金曲奖首发表演一定很帅，对，所以就毫无疑问的选了75 C， 而且一定要跟你们一起嘿 secret 啦！好，歌单没更新，对不起，谢谢8月1号先生，不要2天呐，正常会死掉。明天金曲再入围吗？如果有的话，我们会再继续投啦，对，到时候再看要再投哪一首。而且我是超2天的打算，嘿，但人要怎么排还不知道，什么东西？你是说那个吗 ？V Stage 演唱会吗？应该是我弟房间开电脑直播用50寸萤幕电脑，今天先唱硬核 KTV 模式哦，硬核 KTV 模式好唱一点。可是大宝说，我觉得这个已经很好唱了，因为我上次用我们以前那一版，哇靠，什么都没有，超干，而且没有人跟我一起赞声，真的很寂寞，你知道吗？啊，然后这个版本赞声又留下来，很赞诶。对，牛妈还有大家，我们的超一切开始来自一个午后提到那个罩杯的话题，我就说老娘就75 C 啦，没有不够大，嫌我不够大就看别台这样，然后牛妈就直接把75 C 做成很沙趴的标准字，对，然后就莫名其妙那个标准字因为真的太帅了，然后我们还做成其他周边，这样超好笑。黑羊羊已拉赛，2025最后一张已拉谢，因为得奖了，好开心哦！得奖了，我没得到过在吗？是你得奖啊哟！很快速变成了周边队，所以讲干话，不会，你的干话成就了我们的75 C， 好不好？然后这位是花花你好，歌单没有嘟哦，对不起，我要嘟了一下，我要嘟来啊！嘟这个老舍也真的是超级帅的，希望下次真的有机会在现场跟你们玩一下这个嘟。好，那个好，我们就假装我刚刚演唱完嘟了，我们演唱完嘟，我们唱完嘟了，对不对？我们演唱完了。我惊讶刘妈怎么没有了解品牌故事，超级惊讶的好不好？这个品牌故事真是很重要，对。好，恭喜黑羊羊。然后明明就是先乱说罩杯尺寸，暴露自己尺寸吗？哦，是吗？我记得说我就75 C， 就再大就没有了，就看别台之类的，对不对？没有放，然后再唱一次。嘟跟你的耳机一起炸了吧？好，小弟弟，希望你也喜欢猪猪这次的新专辑。我机密概念拍拍手，谢谢你们的赞助。来，我们下一首，我们先挑嗨歌来唱，献给你们这群臭弟弟。我们悟星老师写的非常非常也不算嘲讽啦，好啦，也算嘲讽啦，非常嘲讽的这个天蓬，真的写得非常好我看一下。而且你们知道吗？我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因为我英文真的很烂，所以就是那些有一些英文 rap 的东西，我真的念不好。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没关系，你就照你就是呆呆的，然后发音砰砰的这个音去念就好了，然后就成就了这首天蓬的 rap 的部分这样。
一切开始来自一个午后听到这个超配的话题，没有错。你们不觉得很神奇吗？就是一个75C，然后没想到被做成了一个很帅气的标准字，然后莫名其妙被拿去做很多周边，然后因为标准字很像某个日式武将的名字，然后那个时候做歌的时候，我有特别有跟大宝老师提说，希望是有点日式风格的嗨歌，所以3位线就这一定要加进去了吧？好神奇哦！我们在2025的最后一天，我突然觉得真的很神奇。阿波罗大帝没有错。好来，如果喜欢我们的专辑，欢迎好好的替我们宣传，然后赞助你们喜欢的主播，好因会当加较久的啦。来，我们天空，我记得好像很快就进入要唱的歌了，我看一下。好，来咯。哦。通过后悔，你的反背，予我无路可退。咱已经付出这多代价，过去的山盟海誓都是空话，莫讲别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啊。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又包围的角度会受到你的dam呢？敢讲咱两个真正有遐尼大的差别？天崩扭扭失去的一切，打要来代天顺手万倍。假土恋爱细腻，我已经在甲你吟吟白音歌，真为爱是遐尼爱 dirty。若你才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take a party, I remember the moment。天空降做，风声送客，和你的山盟海誓讲再会。天空降做，消灭情花，将我的故事精心经写。你较怪罪，失去控制，袂搁再有机会。若是后世人会搁轮回，伫这个花花世界，咱莫搁相会。哦啊，好唱，好唱，好唱！送给你们这群大弟弟们哈！Come on， 莫讲别插话，希望你对我较坦白啊。你捌讲过我是你的世界，安怎又包围的角度会受到你的dam呢？敢讲咱两个真正有遐尼大的差别？天空扭扭失去的一切，打要来代天顺手万倍，假土回。鬼哦啊！我好像唱错歌词了，哈哈。若你再讲无爱，嘛是无要紧。We just take a party, I remember the moment。天空降做，风声送客，和你的花言假语讲再见。天空降做，消灭情花，将我的孤单一个一生一世。天啊，等一下，哦，对，心底只剩你一千颗蛋呢，和你分别是我的水月，叫我的半生半世，拢找无人陪。等一下哦。我应该看逐字稿的，救命！我们歌词太多版本了，我刚刚应该翻到逐字稿去的，救命！而且我们歌词其实来来回回改了很多的版本，我们都有留在我们的资料夹里面，全部都是主机啊！好啦，天蓬这首歌献给你各位弟弟们，好爽哦！真的是也是爽歌一首。好，我喝个水。每次看到这些歌，我都会去细细品味这些音乐啊，然后这些歌词啊。
然后都会觉得我们团队大家真的是太强啦，救命！对，还在喘。比较喜欢 D 了，因为老婆是 D， 我现在 D 哦，牛妈。其实 CT 应该要新出，我把你这件小姐妹我脱皮脱光光。好啦，我在想75C 未来有机会，可能我们再出个更下趴的版本之类的。好，喝个水水。然后啊，今天的最后呢，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后才会再唱到 NC， 因为 NC 这首歌我到现在也是努力在练。不过我觉得我好像找不太到之前好像要注意的一些标注的点在哪里。对，这个想说啊，完蛋了！之前我们就是 NC 的版本，其实精雕细琢了很多发音的段落，然后像我在资料夹好像有点看不到啊，不知道去哪里了。不晓得那个大宝老师跟吴昕老师那边有没有留下来，希望有。没有的话，完蛋。跟小跑吗？超越你自己吗？我觉得到时候再看说再委托一下牛妈，然后。但是我觉得那个75C 经典款是基本上就是一个经典款，你们还想再看到更不一样的75C 的话，我可能再跟牛妈委托看看之类的。好 ，OK， 好了，连几首嗨歌，我们好像还有1-2首嗨歌没有停呢。我们这张专辑怎么都这么嗨？我们这张专辑很嗨耶！来，超嗨的，怎么可以这么嗨？来，接下来我要找一下竹字哈，这里应该是竹字了吧？好，来，好，紧接着呢，有去我们 V-Stage 演唱会的那天，应该有听到我们猪猪在那天有个为各位准备的精明干练啊。来，但是我先把刚刚的天蓬先更新上去，我们再来精明干练一下。其实我在想啊，我们这次投递那个这张专辑的歌名嘛，精明干练嘞，哦，好，精明干练好。其实有很多就是评审老师可能看不太懂，我在想，但没关系啦，就是总觉得这些美感呢，就是如果老师有办法在我们的曲子跟词里面有看到的话，好像歌名什么的，好像再奇怪他们也觉得 OK 啦。我在想，对，我没有想传达东西，有传达过去就好了。对，就在想说，不晓得，就是我们要报奖项，那这些评审老师不知道看不看得懂，但感觉也没差。对，但是写莫忘初衷就算了，89也是本土文化对吗？89我觉得我不太会去讲谁是89但是我觉得对啊，89也是本土文化，没错。对啊，吴声厉害，吴谦老师也厉害，你们都厉害。来，咱来精明干练一下，来精明干练。好，我把嘟嘟嘟跟其他关掉。好，大宝老师说要找 NNO 的这个，我们就来唱 NNO。今夜干莲肉是安怎？今夜是干莲吧？有够好食的呢，因为精明干莲吗？今夜干莲肉，来先给大家精明干莲，好吃。哇，精明干莲啦！马总啊，第二个，请你保佑啊，凡事顺利，流量高升，大家们，お願いします。窗我天更加似我的灵魂，前路是梦想，我袂搁再失分。全甲世界等我変身。会いたいなここ中日ぐらいに精明的开台大圣王山顶降价
明仔载才过来大家熬早。敢讲你我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憨人。好，我这魔性的吉他出现了，魅魔吉他手，超赞！清明的开台大圣往山顶降驾咯，明仔载才过来大家，哦还要ございます。讲讲你我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憨人，人生的路起起行行，不过也是有你甲我相伴作伴，就算阮命甲我考验，嘛袂讲惊吓。就是命中注定，人生牵手，就算伫天边海角，若是会当听你的笑声，我甘愿做伊的憨人。我欢迎小欧老师，伊拉夏。我一下忘记讲西多贝鲁多的部分了，我来补讲。来，咱准备要讲落啊哦。西多贝鲁多しっかりしてくださいね。拜拜。这首歌就是贯穿我们在配信的一些情境呢。对，这个当初大宝老师要做进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靠，很可以，超赞的。我喝口水。来，2025年12月31号，猪猪的最后一次配信了，快点把握时间，把整张专辑好好的唱一遍。对，我未来还会唱很多很多遍哦，因为歌曲是这样的，只会越唱越熟悉，越唱越好。今天第一次唱，好多都落掉了，之后一定要把它唱得更好，再更好。就我当初推的也是嘟嘟嘟。其实这跟干莲肉的比较欢乐是吗？我肚子好饿哦。我觉得今天配信完啊，就是真的结束了2025年，想要好好的吃个什么之类的，干莲肉好像也是不错的选择哈。瓜莲吧，好了，知名干莲08，知名干莲，对，让我们降落到明年。我今天呢，注意打嗝一下。最晚陪大家到6点啊，最晚陪大家到6点，然后晚一点我就要去追我的推了，嘿，就像你们追你们的推一样，晚一点我去追我的推的台东跨年场，我的妹，我最爱的推，明明已经跟原唱一样好听了吗？我要超越我们这张丢逼专辑的原唱，努力超越他，我只能努力再努力，老板。一盘黑白切，好哦，欧北切，好不好？我去年的心愿呢是超越这个卡加的原唱，我今年的心愿是超越我们那个丢逼专辑的原唱，一年比一年还要再困难。你要推的是好春春姐可以没有问题。嘿，诸位新年快乐！大家都喜欢干莲肉，我刚唱完了一首干莲肉。
希望大家会喜欢，好不好？诸位新年快乐！跨年要去哪里吗？还是守在家里？因为到处都是人，人，到处都是人呐、你各位。晚上的话，其实猪猪也没有特别安排什么大概高几率，买个破戒的食物吧，买个破戒的食物，然后守在电视机或者是网络前面看我的推，然后这样子我就很满足了，心无大志，守着我的推就很开心了。想想好像跟你们一样一直听嘛，谢谢大姐。在家看台真的的确，的新年新希望就是可以点黑白切，能不暇思索也就是说自己喜欢的就点，不用顾虑什么之类的，对不对？可是这样说的话，这个原唱有2位老师他们的各种协助，开台的猪猪只有你自己，有点超级打怪，是不是？不过我是觉得啦，歌是这样子，就是其实要在半年以内录新歌，然后11首速成，然后可能台语里面有一些发音咬字的问题，要速成，其实我大概整个人都没了。对，要速成这11首，好，我们撇开卡夹好了，要速成10首歌是基本上其实完全是已经把自己能够努力的份已经抽干到不行，对啊，但是为了要更加的超越很多很多的东西，必须这样做呢。毕竟呢，未来很多奖项是上层卷到不能再卷，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对，就像大宝老师讲的，超越我自己，只能这样子，对，要不然要去竞争那些很卷的那些奖项，就只能再更加的超越自己。但是我会在短时间内把这些歌在唱它的时候熟悉再熟悉，早点睡觉。明天台南打母光吗？明天台南打母光坏东西拉赛的新希望就是之后吃干面可以加一个卤，你怎么跟尹春那总裁一样？因为这次我们有麻烦尹春那总裁替我们，就是算是看一下我们的台文正字，还有就是算是歌词的部分吧。然后尹春那总裁每次都很客气，叫我们不要再带爬秋类，我带爬秋类过去还会被他念。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下次请他吃个阳春面，加一颗卤蛋就好了。真的是很客气耶！天哪，好，我觉得真的卤蛋好吃。今天晚上都决定去面摊点个黑白切干面，然后卤蛋，结束这一回合。非常平凡，非常朴实的2025年的结束，这样子。真的啦，平凡就是福啊！身边的家人健康快乐。真的就是福气，好歹这一盘。可是我其实不吃猪皮就说新人奖能不能报新人啊？可以啊，我们其实新人奖是可以报金曲奖，对不起，金曲奖可以报新人哦。这个就大宝老师最了解，这个大宝老师能够报的奖项就是报好报满，还帮我们团队其他作词作曲人也都报好报满了。对，那新人的部分，猪猪这边是可以报的。对，所以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啦，希望我们真的明年有入围的好消息可以分享给大家，好不好？集气一下，已经榨干了我所有的对，希望整张专辑我可以做出大宝老师要的水准，我自己唱的部分啦，我希望。然后我前老师很好笑，就是前2天我们在3D 秀彩排的时候，就最后大家一起去吃饭嘛，然后武谦老师坐我旁边，我就说武谦老师我要加持一下，然后我就坐去他旁边这样，然后武谦老师直接跟我讲说，你今年整个人都没了。对，他就看着我就是语重心长说，猪猪你今年已经努力到整个人都没了。我说哇，这个就是这以命理学的方面去探讨的话，是我整个人都没了吗？没有错，的确是。的确是整个人都没了，但是就是我们团队的大家其实都一样啦，整个人都没了，在倾注这张专辑，希望可以有好成绩。猪皮蛋糕不要不，等一下，我现在开始会哀嚎，是因为我开始了解你们的感受了，因为我发现那些东西可能会迫害到我的这个当下，是从凤梨、香菜、葡萄干蛋糕开始。我见老师助手。新标签金曲新人，我希望2026年的下半年真的有机会得到这个标签，希望啦，好不好？对，
继续努力，然后平常心看待，因为反正不管有没有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的把自己的生活的目标去完成，然后即使真的没有的话，至少你身边的家人，至少你的任何的排程都没有被耽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很好很好的生活态度啊。出比蛋糕家不能不要再加了，你们再加我就请那个谁迫害你们，他们要发年终了，你们给我小心一点哦，他们要发年终了，又抓到猪猪不吃。肉燥蛋糕可以，大姐，我喜欢吃那个鹿港那边的咸蛋糕，加肉松加肉燥，我可以。第一个上跨年，好，没事，你们节哀，好，没事，我们唱开心的歌，你们乖。虎皮蛋糕可以，猪皮蛋糕，好了。来，没事，我们难过的事情我们要停在2025就好了。我们2026年要开心。来，下一首歌带给大家我们高雄人的温暖。这首歌，当我在呐喊他卡我的那个当下，真的是内牛满面。我觉得这首歌对于高雄的大家一定要去听看看，歌词真的写得很触动我们，很戳我们高雄人啊。哦。谢谢大伯老师的卡拉带，我唱得好开心哦。最喜欢唱大伯老师团队做的歌曲。打球了，打球了，各位！他靠哦，没有猪皮蛋糕。遐济糖的骨力走走，当时才会当来结束。你像为花桥的空芳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找着海基温暖的风。吹出银座的情人，他卡我啊，踮伫咱心中，行过都市的沧桑。遐济糖的骨力走走，当时才会当来结束。你像对花桥的空芳山路，我不免搁再游荡，吹着海基温暖的风。吹出银座的情人，他卡无我，踮伫咱心中，行过都市的沧桑。少年时坐着火车来离开，渐嘛煞思念海洋的声音。我头看这天顶，听下光的时，故乡的天只有关相相依依。吹着海基温暖的风，行咱细汉时的轨道，他卡无我，踮伫咱的梦中啊，是我唯一的归宿。然后在我唱他卡我的时间的这个时候呢，你们的聊天室又变成记忆体不住了。对，然后这首歌呢，
就当初 VCA 鲁老师在做给大宝老师的时候，然后有在询问说，因为这首歌基本上感觉是机器人才有办法唱得好，看要不要改成可能人类有办法唱的这个 key 或者是唱法。对，然后大宝老师说：“不用，你给迪卡唱看看。”对，那波卡 low 迪卡，很像就这么出来了。大宝老师对波卡 low 迪卡，我那时候看到波卡 low 迪卡就要靠北啊，真是太好笑了。波卡 low 迪卡，谢谢大家。我其实那时候唱，我想说，感觉就是也很伍佰老师风格，然后就是很正向，很有能量，然后在港边可以呐喊他考的这首歌，我就觉得唱得很开心。然后唱过去之后，然后才知道说很像是给机器人唱的东西，我就觉得真的超好笑，然后就变成一个波卡 low 迪卡。谢谢大家，生活伊拉塞。生活，我们在2025年的最后一天依旧是如此的专情，谢谢生活，是小二老师，然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波卡 low 迪卡的子代，这样就觉得超好笑。谢谢大家，让今年2025年让我获得了很多很多的里程碑，以及就是波卡 low 迪卡的称号，谢谢。波卡 low 迪卡，谢谢，我觉得非常荣幸可以成为你们眼中的口中的波卡 low 迪卡，虽然说真的有点靠北。好，谢谢你们。接下来呢，好啦，我们来唱2首比较深情、比较悲情的歌好了。感觉就很适合在西子湾、高雄港拍 MV， 真的，或者是在高雄的各大传统市场，其实我觉得也很适合。还有瑞丰夜市一些著名的景点，这首歌超适合。还有85度 C 大楼附近，博二啊之类的，对，都很适合有这首歌当 BGM 哦。好，这一首猪，你们真的是越讲越磕巴了。初音未来，谢谢。波卡鲁迪卡伊达达基马斯，好像吉马桑，你为什么会知道伊达达基马斯的梗？你为什么会知道我们非常调皮的维轩老师的梗？迪卡屯足基的消息，好，没有错，迪卡屯足基的消失。好了，我不会消失了。好，喝口水。来，接下来我们来挑战一下 N3 还有子，好不好？很像是我也是开台第一次唱这2首歌。那这2首歌因为是慢歌的关系，它的发音特别的精雕细琢。我觉得子反而还好，在 N3 这首歌，我真的是雕到觉得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去唱它，因为它的歌词跟发音特难。子的话反而也还好，对，子的话感觉应该也差不多了。注意未来。好，吉巴桑，谢谢你有跟台偷偷跟哦。然后子的部分呢，这也是一首传说中就在猪猪感冒的时候才有办法唱。因为我本身唱歌就是一个太雄壮吼，对，因为有时候喜欢唱现场或者是现场唱习惯的部分，那在进录音室的时候就会特别的雄壮威武，所以这首歌就这么恰巧的天时地利人和，我去亮哥录音室在录制的时候是有点破喉咙的状况完成这首歌的，对，阴错阳差。但是现在喉咙状况是很 OK 的状况，我不知道有没有办法再细致的把它唱回来，我试看看哈。清明干练的小事，你给我好好打字，长官。你今年断了4字还不够吗？你是明年感觉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断是不是？今年最后一天听到迪亚的声音，老师说真的开心吗？盛虹你还好吗？盛虹的今年非常的专情，非常的晕眩。然后万岁是不是？屯足机的消失用屯足机的消失。哦，谢谢你83先生，整张专辑你最爱 N3 这一首吗？我跟你讲，这首歌我现在还在精雕细琢，因为可以的话，这首歌未来可能
我们还是会找机会再重新录制一下。对，像跳猪说什么阴错阳差都觉得是在看，等一下我没有，为什么又有什么梗吗？他完你给我好好解释。在那之前，我先来感受一下这个紫的氛围哈，来自于我们娘娘以及我们的妈妈老师做的曲子，以及我们吴声老师非常非常细致、非常非常厉害的台语底蕴，才有办法促成紫还有 N C 这两首歌，让大家细细品味一下。我尽量把它唱好，因为它非常的细致，然后发音应该是差不多的。待会的 N C 我比较怕 ，N C 的前半段很多发音很像，就是在那个歌词的部分有一些那个标注的地方好像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大宝老师跟悟心老师那边有没有留那个 N C， 就是有那个要注意发音的版本，希望那些还在，因为我像这边的文件目前是看不到 N C 啦齁。来，我们现在先来紫，幽怨笑色做伙，尖马红臀，小胆浅色，尖马，好，额头歌诗回应。好，对不起，我现在在复习，我现在在复习，就是可能需要注意的地方。好，来，我们来吧。犹原是满山的歌梦，山已经看袂着你远去的形影。时间跟你行到我一个人在这。笑笑的苍穹渐渐红，若亲像过往咱的红唇相通，一小长头鬃轻轻在风中飘散。爱永远做伙，伊当是袂负讲相识。对你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凄美。花燃起，若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相见。浅色的天光渐渐红，若亲像彼时咱双手相人，一小长头鬃掉伫旧梦中流芳。对你真歹势，今仔我已经无机会，永摆的感情要是藏心肝底，莫搁怨嗟。花若离去，亲像咱的感情，过往的回忆，对露水来消失。今摆的我，只是你的过去，就到这为止，咱两人就到这为止，
少了爱情，穷行等后世纪，我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真梦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煞不知安怎放弃我长存的心意，心意。亲像咱的爱情，过往的回忆，对雨水来离开。真捌的我，只是你的过去。着到这为止，咱两人袂搁再相见。咱的zan情已经过千万年，额头才看见。春花开满山间，一生的你，早就已经离开。美怨的歌声，散落做来山的回音。我的爱情，袂搁散见。你们知道就好。还那个谁跟我讲说很适合在228公园看着自己住的纸箱听，没有错，就是一个被留下来的人，当初没有好好珍惜对方，还在那边自怨自艾。但是呢，这首歌，VCL 老师你出现了，VCL 老师，我刚刚唱着他考缅怀着我的高雄，谢谢你们做出这首歌。对，我就是很怕自己唱太用力，然后我还要憋笑，还要把情绪抓回来。然后我刚紫色的紫没有唱好，我不小心又把它促音，它不需要促音。好啦，算了，这首歌会再努力的精雕细琢。等到哪一天我的防御力变高了，你们就知道了。等一下，为什么又记忆体不足？它一直在不足呢。好，错过刚刚真的回去听吗？好，其实今天是我第一次把专辑所有歌曲一气呵成的把它唱完。对，其实我觉得还蛮怎么讲，还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它会再更熟练吧。当然去唱是没有问题，但一气呵成的全部要把它唱过，然后跟在录音的时候一字一句的精雕细琢，我觉得之后啦可以更加的熟悉这一首。这首好适合你这种 emo 人吗？来，我们下一首 NC 也还蛮 emo 的每个都想 emo 一下，是不是？每个都想象自己被留下、被抛弃。可是这首 NC 他的视角是以好，不管是男生女生，他是照顾的那一方。那刚刚子呢是被留下、被照顾的那一方，然后就不懂珍惜，然后就被留下了，然后这边自怨自艾。然后呢，接下来我们的 NC 呢是照顾者的这一方，对，就是努力的付出，然后对方很像不怎么鸟他，然后就决心要离开这样。等一下我看一下，因为我这边的歌词的部分很像之前注解的那个都没了，所以我有点紧张，你们等我一下春草又剪，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到我黯淡的表情。前面这几句真的超难的。黄昏的红光照雨顶，灶骹的花粉透天顶。犹原是会记得你爱沿水脚行，脚行把味。好，这里才
好，这里是还好，这里是中魔王，魔王什么？中魔王，大魔王是下面。切一半我的情意，可是我，等一下啊，可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好难哦。酸甜苦咸，十我当人生，跟你去定在轮回顶。好，我们直接来好了，好难哦。啊，等一下，我的 MC 忘记放进歌单了，你们等我一下。的 MC 来，我们以照顾者的身份来唱出当中的无奈吧。谢谢大宝老师，赞呢！春草犹青，冬雪再冷无了时。你的脚步行头前，看袂着我黯淡的表情。黄昏的红光照雨灯。灶骹的火熏透天顶，有原始的气质，你爱现水脚也把味。感谢，切一半我的情意，可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十我当人生，跟你去定来轮回顶，帮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也甲一切拢交予你，抽尽时兄火气，空挂滚才多年，心酸已经走未去，一顿饭吃完，咱就爱相识。我已经有勇气帮你离开，这对冰天换地，不愿在一起，万分稀微是最后的滋味。我觉得我祝姐回来了，我唱得好安心，谢谢两倍好自在，两倍好安心，感谢两倍 A 梦啊，有了比较唱得比较放心了。花娘的清风笑窗边，饭菜的油芳拖家饲，犹原是放袂记你对我的海誓山盟。让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我有也甲一切拢交予你，抽尽时兄火气，空挂滚才多年，心酸已经走未去，一杯酒饮落，咱就来相识。我已经决定别甲你拖累，这晚平淡天开，过摆藏伫云顶，又可是无明的暗暝。娜娜，两倍也用心。不是，我们现在情绪是非常非常哀愁的，好不好？都你们啦，我看错行了，
我想要做你赶来的烟水，美丽的香味，将你听入心，加添你生的气味。以后咱人袂搁再斗阵，请你一定要照顾你家己，予咱天较细腻，唔通搁伤悲。真心就愿是最后的做起。这首歌也是毛毛老师的神曲呢，我觉得还得是毛毛老师啊，这首歌太美了，美到一个。可能因为太美了，然后再配上就吴清老师跟吴谦老师两边的词，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风雅的一首歌了，所以它其实以词来讲是超级超级难唱的，超级大魔王级的难唱。对不起你们陪我复习一下。春草犹剪，当煞再冷无聊时，你的脚步，这应该是还好。找一半我的情意，搁是我的痴心，酸甜苦咸杂我当人生，藏你去定来无回程，望你真正了解我的心意。好，副歌应该还好。这算是一种猪你太美。大姐，我们那个你是明天休假吗？怎么这个时候应该是睡觉时间了？怎么突然这边讲干话呢？说睡觉时间快到了，怎么这边讲干话呢？这边讲干话，哎呦，好坏哦，这样子。好，柚子，我是咖喱怎么下班回家？然后等我一下，坐对边听我。坐对面听我的，听我的，听我的，坐对面听我的，不管在地。有的要鼻音，有的不要鼻音，真的非常的难，超难。这首歌我一定要好好的唱好它，才不会辜负团队哦。好，等等要上班哦。好，原来是刚刚醒，猪太美，兔太。小天，你知道的太多了，太用力的话，音会飘。好，我努力。好难诠释的一首歌。之后再多唱几次，再好好的来诠释。好，来 ，NC 大魔王过了之后，我们来催生一下，来。我们这首歌出现了之后，我说再也不敢去关帝庙，这样有点不太好。但是每次去关帝庙要放这首歌的时候，都好心理准备。我下次可能过去1-2个小时，准备一些我的那个文件过去做好了，看有什么要编辑的那个文书菩萨工作，干脆带过去1-2个小时。反正朱生娘娘也不想放过我，我觉得下次我带工作过去好了。就是直接被庙方赶说哦，这唔通做工课啊，无法度啊，免行啊。主持人有讲，搁要听啊，安尼好啊，你坐啦，好啊，谢谢吼。主持人娘娘，谢谢你喜欢我们的主持人，但是我现在去关帝庙我都走不了，救命！来，主持人。对，所以其实当时也建议要用比较流行气息的部分，好难哦。对，没放2个小时不能走。清风下过面。巷仔灯火冷，孤
孤身这多年，才来拄着你，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我下次直接在那边放卡拉唱给他听，看他放不放我走。然后我就先被庙方赶走。这没人唱歌啦。今日的后声，千里传到这，海海人生路，啥人来甲咱听惜？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守护，听头来为着伊，我甘愿下将长开，直到天明。心肝内伊在祈求月亮照赤，亲像我安尼人，敢会当幸福？祈求一家有希望，越努守护，牵手行咱的路，实现伊的梦想。自细牛牛请你甲咱守护，缘分来到你我之间，手相他心思乱，有因相想，无因自责，产一看囝问生惊正，总是会有一天，咱会看天开月影影，后红搁遐一领配小碗。自细牛牛啊，多谢你的宝贝。如果是醒杯就好了，但是自从这首歌做出来之后，我每次去拔杯都拔不太到醒杯，就是不给走，但是又不能不去。我不想被归类成坏小孩，就觉得要去感谢的还是要感谢，可是他都不给我走，我下次要直接带笔电过去工作，还要带帐篷吗？马克先生，我还真的没有帐篷，你们要赞助吗？对，
没有把麦请出去。我跟你讲，小兰，其实我觉得我现场唱，我觉得啦，一开始我认为我放小声是担心打扰到其他信众，担心对娘娘不礼貌，结果反而他不让我走，放了大声了，他也不让我走，因为不够久。对，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拔杯是怎么走的，你知道吗？娘娘，对不起，我真的找时间过来直接唱给你听，好不好？大声的唱给你听，马上给我醒杯，我才走，你知道吗？我才走得了。我们诸神娘娘也是个 rocker 啊，好生哦，我是咖喱嫂嘛。诸神娘娘不听2个小时不放人，真的啦。虽然说我没有笔电，但是可能下次带个平板过去做工作好了啊，太可爱了。神明们真的很可爱呢，太可爱了！谢谢神明这么的照顾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牵不完。吴谦老师，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走啊！我真的很少在诸神娘娘那边挖不到杯，我真的印象太深刻了。下次庙公应该操，吴谦老师，我们下次直接跟他们谈好了，这下一定要在娘娘面前唱。我觉得我唱之前，我会先跟庙公讲一下这件事情啦，好不好？对，就是请庙公伴奏，请帮手帮我送矿泉水，我谢谢你们，我谢谢你们大家啊！好啦，对，反正其实每一首歌都有很可爱的故事啦，就是之后可以再跟大家慢慢分享。我只知道，就是这首歌做出来，我才知道原来诸神娘娘是一个 rocker。没唱个3天3夜不准走。你下次然后这参拜的时候，好是吴谦老师，请说，我们三清版版考中过1人。好啦，来吴谦老师，我一直挂在心上，我们三清版版那边真的要点个香过去请示一下，我真的也是挂在心上啦，好不好？就是我们大概也是那种30秒试听版本，好不好？好，就每一首30秒试听版本给三清版本开心一下，对，而且三清版本就不开心，嘿，不整首不给过，完蛋，直接留在那边罚跪这样子。奇葩书在那边就放了快1年，我一直挂在心上。好啦，我真的等到我们尘埃落定，然后在讲什么一样，等到真的忙到一个阶段，然后把蛋糕带上去跟大家相爱相杀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还不错的时间。对，老娘的圣杯可是不知道，可是我记得他的圣杯一直都很好拿。往年的经验来看，诸神娘娘的圣杯真的很好拿，但这首歌做出来之后，我再也拿不太到了。对，就是不给走啊，太悬了。来，我们是不是剩下伊达达基马斯还有我们的卡加？我们今天整张专辑唱一轮，剩下伊达达基马斯跟卡加，对不对？嘿，为什么它叫做伊达达基马斯？嘿，这个不要问我。总之，这首歌来自于伊达达基马斯老师做的，对这个曲子。然后三清版版每一整首不放心，先给我一些甜头这样子。来啦，我觉得以达达 Kimasu 这首歌唱完之后，再接着我们的卡卡，也就是说我们这张专辑的初衷真的是很棒很棒的一个很棒的一个顺序。但是我们的以达达 Kimasu 的这个伴奏，其实我还没用过诶。来，那些口白，好，我都念。我看一下哦，口白。好，伊达达基，糯米米线啊，炒米粉，古早，番薯食甲巴，团锁东中。好啦，等一下，我配音乐好了，我怕我会笑场，超笑场，你知道吗？我听一下这个版本哦。哦，不错哦，我们就这个版本的好了，全部都我自己来。好，这首歌很炸，我们来炸一下。但要说它是歌嘛，它其实比较像是前导的歌曲、前导的曲子之类的。好，代表
娘娘满意，来了就一定要听。好，いただきます，我谢谢你们。来，不晓得就是大家对于《嘎吉》这首歌还喜欢吗？我自己是超级超级开心，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前导曲，够台、够磅礴，又够好笑。好，いただきます，谢谢大家，更感谢我们维权老师。他还只是个孩子啊，怎么会这么皮呀、啊？来，いただきます几嘞？我们来玩看看哦。指起丁上大胆坤，嘴间笑看千载恨。问女思量是为何？卤味面线炒米粉。古早，汉字食甲饱，传说当中，伫卡囤积机已经伫咱台湾这片土地都面5000年咯。天时地利就是即马，伊头伫盐水，骹踏伫骹，手头搁画一个家子地啊，迎宾万千面线兄弟，超凡众生。即摆一定会互你听到，咱读口上下拍的。大魂，我想太快了，大魂。这个像是之前的版本。好啦，给你们听看看也可以。这是之前我们 demo 的版本哦，那时候就已经很迷幻了哦。对，哇，原来这个版本还留着。其实我还蛮喜欢这个 demo 的版本，因为我们下一首真的马上就是要接卡夹。好，谢谢我们いただきます帮我们做的前导歌曲。那个定场诗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很帅，但最后卤味面线炒米粉真的超好笑的。呵，我只能说不愧是五星，不愧是他，很调皮。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最后这首卡甲也是我们这张专辑最重要的初心呐、来，最后一定要把这首歌再唱一次的。而且我很像有一阵子没有唱正常版本，像都是在唱台谣版本居多。来，我把我们的卡甲请出来。等一下哦。而且今天这样现场唱给大家一次，不晓得大家感觉怎么样？会觉得很神奇吗？哇靠，真的是现场听一轮那种感觉吗？就我自己是觉得，因为其实专辑虽然说出来了，但是每一首歌其实你必须要一唱再唱，才会把它唱到熟练。尤其是 MC 这首歌，它的音真的超难的，鼻音不鼻音，鼻音不鼻音，疯狂两边切换。而且你知道，我其实唱歌鼻音又是超重的那一种，所以鼻音不鼻音，不鼻音不鼻音，这些注意点都要好好的把它练熟。OK， 来，我们的初衷，我们的卡甲，预备喽！这个好有了，你们等我一下哦。好，我找一下音量。好，来卡甲
卡吉吗？卡脚。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假如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紧注意。空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提起？夜头看起这世间的匆匆，甲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还这我的起美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千年的孤寂，煞来予梦拍醒。一丝的香味，不是讲我来提醒。为着一个机会，决定了我自我的初心。我是假如行，一直到我拄着伊。大鼎内底，面线放开，缠着烟水。吸引着我的心，赶紧注意。空啊来这，只有一片土地香味，情感事，敢有需要搁再提起？真心的是世界已经变化，原来情感无常只在我迷茫时。不管未来还会改变啥物，只要还这我的起美关在，这就是我所希望的梦想。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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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子琪好久不见，谢谢快乐，子琪最近好吗？等一下，我把那个回放先关。好，我们把它当成 BGM 也可以。子晴好久不见了，我刚好唱完最后一首，子晴就出现了。子晴你还好吗？好久不见了，希望大家2025年平安，然后2026年更加的超越2025年的自己。对，等一下哦，我把我麦克风拿掉。好，我这样 BGM 跟我的声音还 OK 吗？好，我真的好炸哦！其实我真的觉得整张专辑唱下来，这整张专辑真的很炸。所谓炸就是都很难唱。
真的都不容易哎！这整个专辑我到底是怎么把它录完的？它真的不好唱哎，超级不好唱，但是有好多爽歌哦。哎，伴奏部分会不会太大声？再小声一点好了。好，你打嫂子做什么啦？你是想被揍吗？彩彩，真的就是全部自己唱一次之后，发现哇靠，整张专辑我真的说，还得是你啊，朱迪卡，这么难唱的专辑都有办法把它唱完，还有办法把它录完，这样子哦。好希望这张专辑大家会喜欢。我们实体的专辑也是预计在明年会发行，对，明年的部分。然后数位专辑已经在12月24号已经在各大串流平台上架了，上，大家一定要支持起来，多帮我们推广出去。对，彩彩好久不见，不应该是好久不见的彩彩，对不对，嫂子？然后啊，最近的活动来，我们也稍微宣传一下。最近呢，猪猪刚好在宣传这个专辑的这个档期，我们在草空间也有我们的活动哦。这个唢呐声音真的有够性感，真的很性感。就如同长官讲的，这个唢呐的声音真的很性感。来，就是这个这么性感的唢呐声音，我们迎来了什么？我们正在草空间跟大家推出的我们这两个联名商品，连我都忘了这两个联名商品的名字是什么。等一下，草草帮我们取得很，等一下哦，他帮我们取得很长、很可爱的名字。等我一下，我找一下。欢迎大家可以跟草空间预约起来哈，我们档期到1月18号为止。等我一下哦。好，我找到了，分别是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还有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我们谢谢就是极度讨厌我们香菜的曹操，这我只能说口嫌体正直的马上1秒帮我们想出了我们这两个联名商品的这个名字，还立马被取用，对，立刻被取用，好不好？而且我跟你们讲，这冰淇淋真的超级好吃的啦，真的啦，很好吃，好不好？而且呢，我们这一档对充满了各种香菜、各种芋头，也欢迎大家各位兄弟相爱相杀起来，迫害起来，好不好？对，并且是芋头的，要不然怎么会说是芋泥圣代？小新大哥是小新大哥，没错，所以1次2个都吃嘛。对，我2个都尝试，好好吃哦，超级好吃的。把那个いただきます拿出来吗？哪一个いただきます？老师，现在いただきます太多了，いただきます这个像代表的东西还是太多了。对，我要拿什么いただきます吗？把那个我们 Steven 我们维权老师拿出来吗？我们现在いただきます已经有太多的专有名词，太多代表了。那个奶茶，其实我跟你们讲，跟冰淇淋一起吃的话是毫无违和感，对，很赞啦，一定要去尝试一下啦。这个冰淇淋我一吃还想再吃欸，大甲芋头仙子是什么东西？而且来真的很好吃啦，你看哦，挖起来满满香菜，是不是？挖起来满满香菜跟花生，还有芋头，真的很好吃，你们要相信我，真的就是我们古早味的花生，然后芋头、香菜冰淇淋的那个春卷，有没有儿时的回忆啊？我又念的记不住，是不是？老师是 D N， 为什么是 D N 啦？好啦，等一下哦。那个，而且我们这次草空间负责就是帮猪猪接洽的也有帮猪猪留下一个实体的菜单，像在猪猪的旁边，好可爱！你看我们的菜单，来，我们这个很多标语吼啊，对不起，等一下，来，本产品不
保证让你变成香菜的爱好者，但绝对可以让你跟亲朋好友更有话题，让你从埃及人升级精明干练的超伊人，好不好？对，因为你讨厌，你不喜欢，你就会非常非常愤慨，非常非常激烈，非常非常主动的跟他们分享说，这个真的是背的，对，这个背的就是那个曹操说背的。好不好？台味1、20三重奏，花生的什么菜与你相遇圣代，是不是？芋头冰淇淋，还有现刨，而且真的店家是准备是现刨的花生糖，而且还去买那个刨刀，真的很有心，好不好？还有香菜3大台味集合，炸出你满满的儿时回忆，好不好？好，原来大家要的是我们台摇版的，是不是？可以台摇版摇起来，好不好？我们在2025年12月31号最后的配信，我们台摇版摇起来可以，非常的摇。好，我们要介绍这么富有台味的这个菜单，台摇版一定要摇起来的，好不好？不够摇不够大声可以跟我说，好不好 ？OK， 然后接下来呢，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等一下，香菜粉圆不虽小拿铁呢？好了，我调一下声音。好，摇了，好，摇了，这个就是好，我们非常摇的，好，这个所谓以大大 key mas 版本的我们这个卡架的伴奏，好不好？好，其实草草一开始帮我想什么？他是想香菜什么粉圆虽小拿铁，他原本是想什么香菜粉圆虽小拿铁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这个我采用了。然后他说哈，你真的要虽小吗？我说我怎么可能说虽小？我一定是采用不虽小啊。香菜粉圆怎么会虽小呢？绝对是不虽小啊，对不对？来，要是点到这杯，让你觉得自己它有够虽小，那代表你一定不够了解香菜。重点是我们这杯分量还不小，很大，跟迪卡3D 神官帽一样大，好不好？很大，好不好？来，欢迎大家都要去预约起来，了解一下它到底有多大。但是真的是香浓的鲜奶混入我们草空间的店长，真的是把香菜直接现炸哦，炸成香菜汁淋下去哦，很有心哎。再加上波霸增添口感，最后再放上满满的香菜。看到这一杯，不管爱不爱香菜，都必须尖叫一下的，没错，你喜欢也尖叫，不喜欢更是尖叫，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已经有去采，已经有去尝鲜的你各位兄弟们，我们档期一路到1月18号，欢迎大家宣传起来，订阅起来，迫害起来，是不是？冰淇淋真的很好吃哎，可以约了5000老师过去，5000老师好像还没有吃到冰淇淋版本的，好不好？好，冰淇淋可以接受。对，宜兰名产，对啊，真的很好吃啊！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了，不行，彩可以，5000老师把它约起来，好不好？对，台摇版瞬间。我真的超想在夜市放我们这整张专辑的，好不好？老师，快理解不能了哦，不会理解不能啊，是不是？这怎么看？对，都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一档，好不好？一点都不虽小，非常的幸运，好不好？一定要的。不是啊，5000老师，你过去可以不用再点不虽小拿铁，你可以点冰淇淋就好了，好吗？混入店长吗？不是，我们店长不能被混入，好不好？追星大哥。难怪 YH 路YH 路老师过去的时候，直接就是对一杯不虽小拿铁，一杯我们那个玉香圣代，对，就是露出了尴尬不失礼仪的表情，还把它吃完了，好不好？对，我只能说阴金价去八给，好，我们胡行老师也很八给的，全部吃完了，他露出面有难色的表情，全部吃完，我只能说对。谢谢大家给予香菜非常高端的尊重，好不好？嘿，谢谢你们那么如此尊重我们台湾最美的花朵、最美的香菜，好不好？非常给予尊重。等一下，而且我跟你们讲这一档啊，这一档我们还有装饰哦，装饰的部分就是说这一次去草空间的时候有多带一些东西过去装饰，你们看。我们这个满满台味的募资商品，怎么可以少了这些调味料？对，真的是台味十足到不行哎，是不是？我们这一档让草空间的草变成了香菜的草之外，还满满的台味。而且我跟你们讲，这些调味料真的不是随随便便买得到的，真的你要到那种非常复古的柑仔店才有办法买到这些包装。你看这个冬菜的罐
子，还有这个八角栗的包装，然后这个味王，好，这个味王的这个味精、味丹、味精可能有机会在全联或者是美联社看到，这个我不知道。但是这个冬菜，这个八角栗，是不是一定要在非常复古的这个干妈店或者是那种超市才有办法看得到？所以因为拿了这一堆上去做装饰，我还带了行李箱。可以单点一杯香。你如果想吃草的话，你要问店长提不提供一杯草好吗？哦，喂你吃冰淇淋了，哇，菜菜，你真的很喜欢5000老师，我好欣慰。拿铁那个，等一下不，你没有办法喝拿铁，你可以吃我们花生了什么菜芋泥香芋圣代，真的很好吃，你要相信我，这个香芋圣代好不好？我吃到真的是完完全全直接拿起来用喝的，你知道吗？我问他感想，他跟我说冰淇淋很好吃，奶茶的话喜欢的味道。好一个尴尬不失礼貌的回答 ，YH 老师。对啊，番茄鲫鱼罐头煮台风面真的很赞，好不好？这也是小时候，屯妈在台风天的时候，或者是临时不知道吃什么时候会煮给我们吃，很好吃哎。请提供我一杯青檬干，等一下。原来那一杯就是青檬干裂，是不是？谢谢水莲宝贝，我们可以直接冲撞店长，看他提不提供一杯草，好不好？有啊，真的是一杯草，我给你们看，真的很可爱。他那个外带杯啊，真的是一杯草。等我一下，我下载给你们看，真的是太可爱了。一杯草，一杯草。因为当天去跟我一起品尝的只有 YH 老师还有那个巫仙，然后其他老师们他们来不及赶过来，然后我就觉得啊，好吧，你们都不来啊，你们以为这样子就能逃过这一切吗？不可能，我就直接外带，对，我外带了2杯过去我们彩排的动捕棚，然后结果我看到这个外带杯，我整个笑出来，真的是一杯草，超好笑啊，真的是一杯草哎，超好笑的，不是喜欢，是有人帮你吃芋头，你也可以吃，好不好？来，高志老师也欢迎你去尝鲜一下，我们最专情的高志老师，相信你2杯都会尝，对不对？就连那个药膏都有，是小天。然后罐头台风面是大家共同回忆吗？我不知道但是我南台湾这边，我就是小时候台风天或者是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妈妈就会煮这个，对。然后长官你指点的啊，现在啊香菜的表情。薄荷它真的很好吃啦，而且我跟你们讲，因为我们的香芋圣代啊，我们这个圣代其实真的是偏甜的，好不好？我们这个不衰小拿铁啊，刚刚好，可以就是综合我们这个香芋圣代的甜味。你们不衰小拿铁真的可能建议怕甜的还是点起来，他们会非常综合它那个很甜很甜腻的那个怎么讲芋香圣代的味道，但真的很好吃。我跟你讲，真的很好吃，是我带的。当然是我带的啊！当老师跟娘娘他们因为太忙逃过一劫，以为这样子就可以逃到生生世世天荒地老吗？不可能，不可能，好不好？那个草，我跟你讲，那个草呢，我们3月的 Q 哥直接给我加半杯，很棒，有 guts， 不愧是 Q 哥，直接加半杯，我欣赏他，好不好？好期待那个味道，那杯草，等一下。2杯好吃，所以那杯草你就直接带回家。请问你是怎么处理掉它的？你是怎么处理掉它？我们那杯草直接就是寄生在2杯老师他们家的厨房了。对，什么芋头淡掉，不准淡掉啊！我肚子好饿哦。跟你们讲到这个，突然很羡慕你们都在北部，可以随时去炒空间。猪猪这边真的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机会吃到自己的联名商品呢？好想吃哦！好啦，反正呢，我们这个档期一路到1月18号，欢迎大家去吃草，不是欢迎大家把我们这个档期预约起来。然后啊，我们在草空间的现场吼，我们的店长也会轮播猪猪频道的一些我筛选的精华，以及我今天已经把我们所有的专辑全部打包过去给我们的店长，可以过去做一个轮播，所以过去你们在品尝我们的联名甜点的时候，也是可以哇一直 repeat
猪猪精心为各位挑选的这个精华之外呢，你各位赞声大佬被我们抓进去录音室录音的那场配信，我也有放进去哦，谢谢大家。来互相伤害啊，那个实在是太重要了。那饿了吗？好，我肚子好饿。对，寄生两倍好吃呢，炒新鲜嘛，绝对新鲜，好不好？开起来能遇到长官了吗？你真不愧是柴可夫斯基耶，菜菜。好啦，欢迎兄弟们。如果我过去的话，记得拍照给我看，好不好？分享拍照。然后迫害、相爱相杀都好，谁为谁的照片照起来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的，好吗？对，居然连录音的直播没有错，这个很重要。然后啦，我们现场还有在另外兜售我们这一次很大很大的神官帽，对，很大很大神官帽的立牌，然后还有宗成老师替我们绘制的金属书签，欢迎大家购买起来哈，数量有限，因为我准备的量不多哦。这一档其实我准备的量就少少的，等我一下，我拿一下图，拿一下图。哇，今年度的图真的是很多，我的图嘞，啊，我的图嘞，等我一下哦，小心太多敲你头。哎呀，我整理去哪里啊？有了，来，哎呦，我们直接使用我们这个草空间店长替我们拍摄的，哇，看这个解析度之高的哦，这个，来，我们的那个很可爱的面线插卡，不晓得你们能不能就是遇到，因为是我们插卡好像准备大概2种版本，然后这个是面线版本的，你看那个浓浓的芋头。圣代花生粉、还鲜奶油、香菜，哦，不是花生粉，是花生糖。然后啊，来，这个就是我们本次有在草空间寄卖的，算是4周年的纪念书签啦。这个是钟成老师替我们绘制的，非常感谢他的协助，以及，等一下，好，来，以及另外一杯。我们的不水小拿铁，搭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神官帽立牌啦，非常大，非常大神官帽的立牌。如果你们觉得这个3D 晕，你们无论如何都想买下来当做纪念的话，请不要错过我们这一档在实体贩卖的这个会让你们大家3D 晕的4周年纪念朱迪卡立牌，好不好？芋头蛋条照片不给，你们怎么可以在店长面前暴殄天物？不行，能不能早点过去一趟？等一下，我先老师，你早点过去一趟。你是为了想回避财团，我这样回避不了，好不好？你们真爱就一定有机会碰头，好吗？长官要帅一波，然后彩彩加倍芋头，可以欢迎你们过去相爱相杀。彩彩加倍头，彩彩328所以加倍。等一下，为什么328还要加倍啊？马克先生。快点哦！希望我都可以看到你们有过去踩一趟，然后跟我分享心得，露出尴尬不失礼的表情，我也很开心，好不好？谢谢你们。那兜售的这个我们的周边也欢迎大家都带走，好不好？谢谢大家，感谢，非常感谢。好，一下，好 OK。OK， 好，咱刚胸后时间结束咯。那我们换回比较柔美的祝声。好，就是问店长老师预约的时候，你去堵他。好，老师那个彩彩要去堵你，你可以接受吗？还是不要？我就不要提供。8、2、3，哇靠！8倍芋头，2倍花生，3倍香菜，我觉得可以呀，这完全是很梦幻的组合，好不好？超好吃的啦！然后
的确啦，我觉得不虽小拿铁的话，喜欢的人是很喜欢啊。如果不喜欢的人，当然不喜欢啦。真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对，然后啊，在店家前面还有那个猪猪的大型立牌放在那边，对，欢迎大家都可以拍照留念之类的啦，大概是这样子。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我们的专辑，请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出去了专辑的部分。然后也是有一些面现在询问那个猪猪有一些周边的通贩的部分，对，请稍微等我一下。对，我在想说是不是要再委托可能小帮手上架还是怎么样，对，到时候我再思考一下。因为现在身边的周边其实真的就除了我们的 3D 晕立牌还有我们的书签之外，其他真的都是少量现货啊。当然就是大家如果看通贩卖场有兴趣带走，其实就带走也没关系啊。当然就是还有那个之前 V-Stage 演唱会的猪猪胖刺娃娃，很像也只剩下最后2只的样子。猪猪胖刺娃娃超级可爱，等一下哦，猪猪胖刺娃娃来，很可爱有没有？左边那只嘎叽猪已经真的是绝版品了，真的没了。但是右边的猪猪胖刺娃娃还有最后2只，对，那到时候通贩卖场上去之后，有兴趣的欢迎把它带走。它真的超级可爱，然后记得帮它穿胖子，不能不穿胖子，知道吗？好好帮它穿上胖子，然后搭配香菜。不会哟，过去看有很多人就默默离开，所以我陈老师好 OK， 应该是不会预约，只是偷偷前往这样。我陈老师那种佛系入座那种类型，其实是啦，对。怎么明明就no怕，我有怕好不好？那天要去当乖乖，不得不出门，想到出门考虑下班去绕一下嘛。好，有吃到下来，强烈建议大家也要吃看香芋圣代，真的是超级好吃，超级好吃。不嫌弃的话，我们的 3D 晕立牌也欢迎大家带走，好不好？3D 晕立牌，然后之后的剩下的一些周边的通贩的部分，那再看猪猪这边什么时候再跟大家做个公开。但是在那之前，我们下个礼拜的 3D Showcase 也请大家期待一下咯。3D Showcase 以前呢，基本上每天我都还蛮紧张的对，好紧张，希望就是可以呈现当天我想要的一些效果。对，真的很赞哦，真的超赞。那个多出来的布料是什么多出来的布料啊？好，谢谢三哥，今天也像已经去采了，对不对？三哥是之前就已经预约了吗？还是今天就是佛系过去看看这样子？草空间其实也开放预约，然后是担心说如果在假日可能万一刚好人太多的话，担心你们需要等待，对，是推荐预约比较好啦。但是如果你们就不想预约，直接想过去冲撞也是可以的，嘿，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好啦，时间来到5点56分了，时间过好快。小飞老师举高高的部分嘛，这个部分的话，请大家敬请期待我们3D 秀昨天预约的时候，刚好没事，是不是？感谢预约三哥。长官拿到娃娃的时候，我会被顺丰送。对，因为大宝老师最近很喜欢穿那个顺丰快递大哥的那个外套。就活像个顺丰快递大哥，你知道吗？就快递大哥你怎么来这边送货送一送，然后开始就是怎么开始配唱了，怎么开始混音了这样子现场直接去也可以，是可以啦。只是店长担心大家酒后，就是比较推荐要预约，但不预约的话，如果人太多，可能要等但是如果就是刚好人没什么的话，就可以直接吃这样子。怎么提个盛宏，你怎么突然出来风言风语？那我们顺丰快递大哥出现了，有没有？是建议预约但是你们想直接冲撞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请证明那是快打的衣服是这样子吗？我是怕害羞，我怎么不记得快打里面有个角色是快递大哥？有就算了，是真的有吗？搞不好真的有好，
最近呢，我们疯狂的跟我们顺丰快递大哥接洽，我都已经合理怀疑我们大宝老师是不是顺丰快递那边的股东，超扛好不好？扛到一个不能再扛。就说为什么我没有得罪快打旋风圈啊？除非里面真的有角色是快递大哥就算了嘛。现在快递员都要这么多才多艺吗？对，超卷的，你知道吗？就连快递圈也是如此的卷，好，都一定要这么多才多艺，从第三酒后啊。我觉得你们都醉了。好啦，12月31号，今天很开心，今天还可以在这边呼吸吼。我真的爱呼吸着因为太想迪卡让你呈现疯狂边缘。Oh my god， 顺红你还好吗？快打旋风的缩写 SM 好，对不起，我真的很抱歉，我很抱歉，因为的确我们大宝老师也是快打旋风非常非常忠实的粉丝呢，好不好？快递大哥，对，快递要很卷，好不好？都非常多才多艺。然后我想讲的是啊。去年的年底，就住在第二届，对不起，我学台语学一学，我真的完全葬送了我的中文。好啦，第二届的金币奖，我们不是获得双料吗？只是很不可思议的是，其实我当下大概1年前的现在，那时候的心境反而很混乱。反而比较像无头苍蝇，不知道怎么办。因为当下就是说，虽然说获得的那2个奖项是很开心，可以备受肯定的，但是其实不得不说，我那时候看着奖项给我的鼓励跟这些奖励啊，例如3D 的人物建模嘛。然后还有一些可洛斯那边的咨询，还有草空间这边的档期安排，还有布拉太多的东西。然后好痒抓一下，等一下，我就抓我的手。等一下，我打个嗝。等一下边收钱边煎各种菜。好，来宾伊拉塞。然后。我看着奖项的那些事，我还蛮茫然的，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排它，因为我只知道我时间就是一个很不够用的猪猪，我有时间去把这么多奖品接下来，然后好好的安排吗？然后很多啊，就是反而呈现了一种很无头苍蝇的状况，对。然后刚好那个时候就大宝师有跟我聊，就提出说可以跑看看募资。对，好痒，抓一下，等一下，不是有痒就要抓，你放在那边不抓是很难过的，他哇，你们也知道，这个生理需求一定要被满足，对，抓一下，让我打斯卡鲁，对，然后那时候大宝老师跟我提出说，我们可能可以规划看看募资的时候，其实我也是一样，还蛮茫然的，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规划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就。还是回来原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时间不够用，我有办法做到这些东西吗？就是一直不断的从年初彷徨，然后到大宝老师跟我聊说可以试看看募资的那一刻，反正他就提着我走就对了，提着一只猪，带着一块猪肉，然后往身上扛，扛着一块猪肉。扛了1整年我那时候其实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光是募资品我要怎么安排，然后谁可以帮我们做，然后刚好那时候我们吉米奖的其中一个奖品就是创立那边伊藤先生，对不起，伊藤先生，我跟你道歉，对的创立的伊藤先生，对，然后也是没想到这个缘分就圈起来了，没想到是我们某个阶段的学长大大伊藤先生，我对不起你。然后反正那个时候大宝老师就把这只猪扛在肩上，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一起弄，一起规划，然后群组我们已经拉了在10几20个了嘛，我天哪，疯狂就是各种群组拉，然后音乐的、募资的，然后行销的、台语校正的，
扛了一整年不换件。对，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开始虽然说很茫然，但是我那时候告诉自己就只能拼看看做看看了，因为我今年的确我们获得了这个10万块的3月工作室建模的这个奖项。那大宝老师也说的对啊，哇，你都已经获得这个人物建模了，可能3D 秀试看看吧。对，所以他就跟我一起扛着很多很多的事物，从年初扛到年底，还在扛。这一块猪肉呢，我是不晓得有没有变得茁壮了，希望它茁壮了，然后依旧是可以继续让杨贝老师扛得很骄傲啦。我希望，对，先叫大家1月7号7点半空下来看我知名干练一场，一定要的好不好？对，在那之前等我的待机室，我现在封面还在做。一定要的啊！1月7号7点半，我们的3D showcase 真的下个礼拜就要呈现在大家眼前了。你们可以看我跟大宝老师怎么互相伤害。不止我跟大宝老师互相伤害，我想我跟面线的互相伤害也是很重要的哦。迪卡就是迪卡，一步步稳稳的、踏踏实实的走下去就行了，只要认真做。爸爸走饼困难多，谢谢飞翔之梦，好励志哦。我其实这真的就是傻傻的做，跟着做就对了，跟上只能努力跟上，你知道吗？对，我们1月7号的下午晚上7点没有错，请大家，我觉得时间应该是安排7点半吧？对，7点半哦。对，那这个时间待机室我看可能明天元旦可能待机室先设出来了，然后就广邀大家有机会降落的，或者是有机会来看的，就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这一场应该是真的会出乎大家意料的，有够抬到你们头皮发麻的那种。男子汉行动快速，像那江河湍急。我们沃斯老师突然闻了一下，对，非常的文人，变成伊比利猪了吗？我不知道啊，我一直努力的，就希望可以跟上大家，就是可能就音乐方面。学的唱的更好嘛，然后台语方面学着唱的更标准啊，不要跑调啊，然后该注意的合口音要合啊，该注意的促音要促啊，不要变成螃蟹啊，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对，武香老师依旧负责把场顾好，没错，人形乖乖。对啊，就一路其实就一直叭的，我们募资开始了，叭的。募资结束了，叭的专辑疯狂冲刺了，叭的，一直到12月31号，今天我们专辑真的发行了，也在宣传期间，然后眼看着我们的3D showcase下个礼拜又要开始了，我现在的心情其实是比去年的今天还踏实的，该做的都做了，该努力的都努力了，你他妈明年再不入围金曲奖，我就。我也不能怎样，老娘也不能怎样，该努力的都努力了啦，真的只能说事在人为了啦，大概就是这样子吧。对，该努力的都努力了。那现在的心情，虽然说心境算是真的比去年无比踏实多了。去年的今天我还在无头苍蝇，不知道该怎么做。今年该做的真的都做了，都做了，只能宽心。但是花木兰哦，希望我真的以你为荣啊！希望你们真的以我为荣啊！然后你们也都是我的骄傲，真的，就是各个老师们，然后还有面生们，闻了一下，应该是陈荣。他话最近的梗也都不知道为什么很戳我，就很闹啊。陈荣了一下，暂时就爱慕虚荣，你就再做一招什么？这局要靠阿志阿四了吗？我不知道，但是就看老师吧，因为这个评审喜欢的胃口呢，我觉得大宝老师还比我了解了，毕竟大宝老师当评审真的也是老屁股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就靠专业的去判定了。就大宝老师觉得我们这样做哪一个方向可能比较有机会的话，我就跟着我们最扛的大宝老师的脚步。对，烂炮兵
然后至于我们明年是不是真的有机会可以入围，我们真的祈祷一下，因为我们该做的方向都做了，尽最大的努力。对，然后我这个台语也练到，就是我觉得自己没有到，可能没有办法像吴轩这么厉害，但是稍微好像又比之前会再讲一些了之类的啦。然后最近大概希望自己的 MC 可以再唱得更好，对。然后最重要的是，我们上个礼拜1月7号，我们晚上的7点半，大家要聚集在猪猪频道，知道吗？很重要哦。我们这1年来的努力，我们的肝脏在 3D Showcase 也会好好的呈现给大家，真的是史上无限台，超级台，台爆，一起台。好，谢谢你们，踏实的感觉真的很好。来，我们来找可以降落的脑婆，我看一下哪一位脑婆可以降落一下。哇，已经6点了，猪猪也差不多了，差不多啦。我看看，哦，入围啦，吓死他们！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吓死大家。对，我们就，但是还是要准备好任何的事情，就是平常心，然后初衷就是把日子过好，因为不管有没有，未来也是有很多事情要在一起成长，一起面对，没有错。好，接下来我们去找局边，去打个招呼，谢谢你们，我们2026年见咯。好，转场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2025年的照顾。好，我们这个大高雄工业国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其实在这个场景有多了一个场景，你们知道是什么吗？之前有人注意到吗？自在日常也很重要。水到渠成，都努力了，静待花开。谢谢非常之梦。好，不管有没有入围，都是最棒的嘛。谢谢。这句话我也献给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大家真的很棒。好，我们2026年见喽，新年快乐！来带大家跑一下，我最爱的塔卡沃，有没有看到我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我们泡泡老师帮猪猪加上去了，好不好？日后就是可能渐渐会再增加一些我们高雄的场景。今年辛苦了，明年继续努力，大家也是哦，一起冲！然后期待明年真的在各个奖项都有好消息。好啊，最重要的是下个礼拜3晚上7点，1月7号晚上7点半，给我聚集在我的频道，知道没有？感谢草童年味了，好重，我吉米干咧。对，高流，好啦，我们明年见啦！还是一群最爱欺负我的臭面线，感谢迪卡照顾团队们呈现，是，真的。はい、それでは間もなくゆなちゃんの枠に到着いたしますので、シートベルトしっかり締めてください。我们即将降落到我们局边ゆなちゃん的频道了，没问题，我的喉咙一定会好好照顾好的，毕竟身材器具哦。谢谢你们，2026年见咯，兄弟啊！玲珑是我的骄傲啦，水气啊！